得啦。好，各位朋友好啊！咁歡迎大家嚟到今晚嘅講座啦。今晚咧就係香港人民學會主辦嘅人民系列講座嚇。咁題目咧，大家睇白板都有啦，就係《史記》嘅風雲人物咯。咁我哋嘅主講嘅嘉賓咧就係趙志軒博士啦。咁啊，佢史記專家喎，你係啊。咁啊，因為點解我講佢係史記專家？因為佢嘅博士論文咧就係研究司馬遷嘅經濟思想咁樣嘅啊。咁所以咧就對《史記》咧就都比較熟㗎。好，咁我哋請下趙博士講下今日嘅主題先。Thank you。好，咁啊，各位朋友好啊！嗱，咁啊，《史記》專家就稱唔上，《史記》咧就百幾萬字，即係其實你好難想像到咧，年前咧有人可以寫得咁多字，因為嗰個年代寫字嘅成本同今天係唔同啊。今天我哋打開個電腦咁啊，1分鐘90個字都有人打到啊。當年咧仲未有紙嘅，因為大家知道咧東漢以後咧先至比較流行啦，所以最近嗰套《回到三國》咧好多紙嗰啲咧又有竹書又有紙咧都好混亂啊！咁啊，其實嗰陣時咧喺三國晚年咧紙都係啲有錢人嘅玩具嚟嘅，即係唔係一般人有嘅。所以近年咧出土嘅一啲嘅三國嘅書咧都係以竹書及白書為主嘅。咁啊，紙第一就好有錢人先用到，第二一般人係基本上冇機會，因為個技術都唔係個個掌握到嘅當時啊。咁所以司馬遷嘅年代其實好恐怖嘅，即係你係攞住啲竹咧，日雕夜雕雕嘅百幾萬字，係窮你一生人嘅精力，仲未計你睇書嘅時間喎。所以而家有啲即係年青人話讀書好辛苦啊！你回想下古人嗰種司馬遷咧，佢係花咗一生嘅時間去睇書。而且唔單止睇書喎，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咧。司馬遷呢個人咧就體現到啦，即係佢咧除咗係睇書之外咧，因為咧講下佢個基本背景先，佢屋企早上咧都係做史官嘅。咁啊，司馬氏啊係做史官，佢老豆係好出名啦，司馬談。咁啊亦都係做史官嘅。咁所以司馬遷有幸咧，可以喺年輕嘅時候咧進入到皇家圖書館裏邊。即係皇宮裏邊嘅國有圖書館啦，國家圖書館裏邊咧睇書，但係佢睇書發覺咧就唔係好夠啊，因為個版本有好多唔同啊。因為大家知道啦，喺今天啊，我哋講一件事啊都有唔同版本啦，係咪？即係蘋果同東方已經睇落去唔同啦，係咪啊？明報同信報有不同啦，何況係司馬遷當年呢？司馬遷當年發覺佢版本有唔同嘅時候，佢做咗一件事，就係抄石碑。抄石碑咧，因為當時咧好多名人嘅死後之後咧，都有啲石碑喺度講翻佢嘅事蹟嘅。咁佢抄下啲石碑，順便遊下名山大川，去到即係烏江啊，楚霸王項羽自刎嘅地方，我去過啦嗰個地方啊，我去到都吟嗰首詩，自己都提嗰兩首詩啊，即係懷緬下古人啦。咁啊，司馬遷去到嘅時候有即係有啲哀嘆啊，就即係話哎呀，項羽臨死啊，佢話非戰之罪，天亡我也。佢話項羽係英雄啊，不過講得呢句説話嘅人咧，即係 EQ 都太低啦。即係咧成功嘅人咧做錯事咧就係點啊？話自己嘅有問題嘅。但係失敗嘅人咧做錯事咧，一定係話人哋有問題嘅。孔子都講過啦，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咁司馬遷咧係對唔同嘅人物都有好多評價，但係我都要幫司馬遷做平反先。喺開始講嘅時候，即係司馬遷，大家知道佢係一件事，就係李陵事件啊。咁啊，因為佢有個 friend 有個好朋友叫李陵，咁啊話説咧就出擊匈奴，咁啊不幸被俘虜。咁當時咧就消息就唔流通啦，唔知佢咩環境。有傳咧就佢已經被匈奴俘虜咗之後咧，就要投降歸順啦。咁啊，漢武帝一怒之下咧，就要斬殺李陵屋企人，全家冚家一齊斬殺佢。咁司馬遷就話：喂，咁樣唔對路啊！如果佢真係扮降嘅、詐降嘅，你斬殺佢，你逼佢冇退路，佢必降喎。咁如果你而家留翻一條血路俾佢，留翻條路俾佢，將來佢可以即係重歸漢土，係咪啊？咁啊，未可知即係個情況係點樣嘅喎。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漢武帝咧就怒啦。一陣間我會品評咧《史記》風雲人物，我一定會講到漢武帝啦，講漢武帝嘅性格同埋佢嘅功過。但係漢武帝呢個人咧，就真係唔可以接受人哋嘅批評嘅。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即係一怒之下咧，就要斬殺司馬遷。司馬遷咧係判咗死刑㗎。係近來咧係出土咗一個叫做張家山漢簡。張家山大家知道係一個中國好出名嘅旅遊勝地啦。咁當時咧喺張家山上面有一個墓穴，係近年咧被破咗出嚟。咁裏邊有一大堆漢朝嘅法律。我終於知道點解司馬遷咧係被判死刑，但係後來點解係要閹割㗎？大家知道佢係被判宮刑啊嘛。後來我終於明白點解啦。原來漢朝嘅法律咧有50萬錢咧就可以免死刑喎。即係咧佢即係你犯法任何嘢都冇所謂嘅。有50萬錢就可以免㗎啦，除非係即係夷三族嗰類，
二三族就冇計嘅啦。即係譬如話韓信被二三族就冇計嘅，咁啊幾多錢都賠唔到嘅。咁理論上咧，漢朝嘅法例咧就可以有50萬。司馬遷咧左籌右籌，籌到20幾萬喎，就唔夠50萬喎。所以司馬遷好坎坷，佢一個區區書生啦，佢識啲朋友都係冇乜錢噶嘛，係咪啊？即係唔係一達官貴人嚟噶嘛？史官係咪啊？即係我哋正如我哋啊讀人民哲學會識嗰啲人都冇乜錢噶，好老實講啊，係咪啊？即係我哋呢啲書一屆書生咧，只行言離就與民與人就算啦，係咪啊？即係咁樣自我安慰下自己啦。咁啊，司馬遷就冇啲搭水嘅朋友係嘛，又冇識唔到林夢熊嗰啲咁嘅人啊。咁有咩辦法咧？就唯有即係同漢武帝講一講數啦。25萬得唔得？漢武帝話得，25萬就唔使你死啦，擺低啲嘢咪冇問題咯。咁大家知道係擺低啲咩咧？就係擺低咗佢嘅生殖器官。擺低咗生殖器官之後咧，閹割之刑之後咧，佢翻到屋企咧，佢老婆睇佢唔起。因為佢即係成日平時咧讀書人都係有氣節噶嘛，成日話即係生於鴻毛，重於泰山係咪？即係要啊，即係寧餓死守陽山之首，義不食周粟咁，即係佢不嬲有啲咁嘅講法噶嘛。佢老婆又話：你咁冇用嘅男人啊嘛，係咪啊？佢仔女睇佢唔起，佢阿爸阿媽都睇佢唔起，即係話佢咧點解唔殉國而死咧？係咪啊？以死相諫漢武帝啦，即係你係讀書人喎，你寫史記平時大義凜然喎，但係你竟然啊！即係苟且偷生，即係讀通史記咧，就終於明白。我讀到呢個嘅越王世家勾踐嘅時候咧，即係司馬遷對勾踐個歌頌咧，就話佢咩臥薪嘗膽啊！一陣間我就會詳細咁講下越王勾踐嘅事蹟啊！即係司馬遷有呢種咁嘅諗法，佢發覺原來佢有未竟之功，因為佢阿爸即係司馬談，終一生嘅努力就係寫咗一部分嘅史記。而佢好希望咧可以繼續完成史記，所以咧佢係等佢幾廿年之後，佢寫成咗史記，即係嚟呢個嘅李陵事件之後咧係數十年啦。講埋呢個故事先，寫埋呢個史記之後咧，佢做一件偉大嘅事情。呢件事情咧可比李旺陽、劉曉波。佢將史記咧抄咗2本，一本咧就賣咗，咁然後咧就同啲好朋友講啦，唔知邊個好朋友啦，冇人知啦到而家。有咩事我死咗之後咧，你掘出嚟。係咪？然後廣傳天下。另外一本咧就上書漢武帝，佢上書漢武帝抽咗幾章，漢武帝最憎睇嗰幾章啊，梗係漢武帝關於漢武帝自己嘅事蹟啦，係咪？漢武帝睇完之後勃然大怒，係咪啊？就話呢啲咁嘅人咧，即係書生論政啊，都不識時務。咁最後係點樣死咧？司馬遷係冇記載，歷史上係冇明確記載嘅，係有唔同講法，但係邊一個係真咧？係冇人知嘅。到底係因為咁樣呢件事，漢武帝殺咗佢啊，還是係老死咧？係有唔同嘅説法嘅。喺今天嚟講咧，我哋都冇辦法係得知邊一個版本係真。但係我哋係幾有相信以漢武帝性格，漢武帝係會殺佢嘅。咁但係咧，即係前幾年咧，大陸咪拍咗一套劇《漢武帝》啦，講係咪？咁啊，因為10年前到啦，李連杰主演嘅嗰套叫做《英雄》啊，其實嗰陣時咧就呼應翻咧中國嘅主旋律，中共嘅主旋律啊。就重新咧去看翻呢個嘅千古風流人物，佢講咗幾個，第一個就係秦始皇啦，千古一帝；第二個就漢武帝。咁啊喺嗰套戲裏邊咧，就講到漢武帝當然係寬恕咗司馬遷啦。佢話你唔明白我哋忍辱負重，好偉大嘅我哋係咪啊？即係好似毛澤東咁講啊，即係死他3兩千萬，換嚟呢個嘅10年太平都係值得嘅。呢個即係佢有咁嘅諗法，咁所以漢武帝咧，即係有冇殺司馬遷呢個係千古之謎啦，有唔同嘅講法。咁暫時咧我講到個背景咧係咪有問題？大家可以切磋。咩叫夷三族啊？夷三族咧，即係三族好簡單啫。嗱，你自己嘅兄弟姊妹一族，父母一族，係咪？你妻兒一族，咁咧夷三族就係3族都殺，即係誅三族。即係後來咧就誅9族變咗，即係後世最出名就係咧明成祖朱棣。即係佢玩到誅10族，即係你將你嘅人咧就變一個圈，係嘛？你個仔女就另外一個圈，你兄弟又另外一個圈，你將佢數10個圈，數下數下，即係你表姨媽個堂細佬都會死㗎。如果20族嘅話，同學就睇下有冇血緣關係啦。不過我聽過誅10族嗰版本就係話唔知邊個又係話本來本誅一族嘅咁啊，咁然後佢話為誅埋多一族一份。嗰個就好出名嘅人物，嗰個叫方孝孺。
係咪啊？呢個方孝孺事件咁啊好出名，咁啊就誅我19族一笨咁，誅10族咁啊即係你知啦，不與乳虎謀平係咪啊？即係人哋個勢咁強嘅時候，你唔好夾佢啊嘛，夾佢真係做得出嘅嗰啲暴君。咁啊好啦，我哋翻嚟我哋嘅重點度先，我哋嘅重點咧係品評史記嘅風流人物。頭先我講咗司馬遷嘅即係史記嘅背景咧，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會了解到司馬遷嘅品味。司馬遷咧最重視係乜嘢咧？第一係氣節，因為佢自己本人都好有氣節啦，係咪？第二就係錢啊！司馬遷咧同歷史上嘅史學家係唔一樣，漢武帝以後咧嘅歷史學家咧好多都係官史嚟，絕大多數都係官史。最出名大家知道係班固啦，係咪？即係班氏一族啦班固、班超、班彪即係另外個超係嗰個不過算啦，呢個唔重要。咁佢哋寫史記寫漢書咧，班氏家族咧寫漢書咧，就對錢咧就好輕視，因為佢哋咧認為呢啲咧做生意嗰啲人咧奸商捨本逐末。司馬遷唔係，司馬遷講孔子嘅時候，佢講一個好重要嘅講法，佢就係如果孔子冇咗子貢呢個學生，嗱大家知道孔子弟子3000，達者72啦。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學生叫子貢，子貢係全國首富嚟，係歷史上咧好少被記載嘅首富。司馬遷就話：如果孔子冇咗子貢咧，孔子嘅學問咧唔會咁出名嘅。佢講咗一句咁嘅説話，即係呢一個咧係後世嘅歷史學家係絕對唔會咁寫，因為後世嘅歷史學家都係講到啲奸商捨本逐末啊，做人你應該點啊？好似讀書人咁，好似孔孟咁就得㗎啦，好現實㗎。喺嗰個年代啊，如果你冇啲皇宮貴胄，係咪啊？即係去支持嘅，你嘅書籍根本唔會流通，因為你寫一本書，刻一刻都要3幾個月啦，係咪？刻一本都3幾個月喎，你要有10個讀者，你又要請好多人力物力㗎咯，係咪？你唔係求其揾個阿豬阿狗識刻嘅喎，即係佢要識字㗎嘛，嗰個人係嘛？咁所以咧，子貢咧係資助孔子周遊列國不特止，仲咧喺孔子死後之後咧，將佢嘅書籍咧係傳播天下㗎。咁所以孔子得以富貴咧，司馬遷認為係因為子貢。咁所以咧，我哋睇得出咧，史記咧個品味係點樣？佢第一，佢重視理想；第二，佢更重視係理想以外嘅嘢，就係現實。所以孔子咧，佢引用一句説話，呢句就係嚟自管子嘅，就係倉稟實，知禮節。下一句大家好出名，應該識噶啦，衣食足，知榮辱。喺史記裏邊引用呢句嘢不下10次。係幾乎咧，佢引用嘅句子裏邊最多嘅一句，衣食足，知榮辱。即係司馬遷咧，因為佢唔夠錢先被殺啊嘛，頭先解釋過啦。所以佢一生人覺得錢係最重要嘅，唔好講咁多。有咩理想咧，都係要錢，係嘛？要錢先實現到理想嘅。佢同我哋以往嘅讀書人嘅理解係不一樣嘅。以往嘅讀書人咧就係即係我哋拋頭顱灑熱血係咪啊？即係嗰一種。司馬遷就話拋頭顱唔緊要，俾咗錢先啦。係咪啊？即係解決咗，即係佢唔係為個人喎。司馬遷寫史記都唔係為個人嘅，佢寫史記佢講咗一句説話好重要噶嘛，係咪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啊嘛？佢係希望咩？啟發我哋後世啊嘛，而唔係為個人出名，唔係咁簡單。即係當然唔排除有呢個即係因素啦，即係個人嘅虛榮係總有啲推動力嘅。但係咧，所以司馬遷咧，佢喺史記裏邊咧，即係我哋睇到咧，佢個人個性格。佢點樣安排嗰啲傳記？你都睇到啊！佢第一個傳，即係嗱，大家知道啦，史記分好多唔同嘅篇章啦。皇帝嗰啲咧就叫世家啦，比較有家族背景嗰啲咧，sorry，皇帝叫本紀啦，家族背景叫世家啦，係咪？一般人咧就叫列傳啦，咁仲有書啊、表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即係佢點樣安排咧？列傳咧，列傳係個比例係最多嘅。佢將第一個列傳咧，安排咗喺2個人度，呢2個人咧係冇錢嘅其實，但係佢將最後一個列傳咧就安排全部好有錢嘅，首尾呼應從呢個佈局咧，第一個列傳大家知唔知係邊個列傳啊？嗰2個好唔出名嘅人，但係竟然係擺喺第一位，即係孔子之上嘅，仲要係孔子72門徒都唔係第一位啊！嗰個咧就係伯夷叔齊。大家知道伯夷叔齊嘅故事啦，係咪？即係咧商朝咧滅亡啊嘛，咁有2個皇叔，一個叫伯夷，一個叔齊，咁即係無厘啦家咧就人哋滅亡咗就算啦，係咪？跟住咧周武王咧就得咗天下啦，就好開心啊，意氣風發啊，就上咗座山上邊揾佢哋2個老人家。老人家即係知你德高望重啊，紂王無道，而家死咗啦，你可以出嚟啦，匡扶天下啦，濟世啦。
咁啊，而家咧我哋周朝咧即係百廢待興，希望你兩位皇叔咧可以出嚟幫手。咁啊，兩位皇叔咧講咗一句嘢，佢話咩？我哋係周嘅臣子，係點都唔會出嚟嘅。跟住然後武王就噏咗一句好串噶嘛，佢話即係你係商嘅臣子唔會出嚟，但係普天之下都莫非黃土，率土之濱莫非黃臣喎。咁啊，即係 EQ 又太低啦，啲人即係俾人串兩句之後咧，佢話你全世界啲嘢都係我哋嘅喎，你包括你食嗰啲嘢，山上食嗰啲嘢都係我哋嘅喎。咁啊，伯夷叔齊兩個就好興奮啊，話既然係咁，我以後就唔食嘢絕食，寧餓死首陽山之首，而不食周粟。咁啊死咗啦即係當然好風骨啦。咁但係即係亦都 EQ 好低咧，佢走咗咪再食咯，係咪啊？即係如果以司馬遷就係咁樣嘅，司馬遷走咗就會再食嘅。司馬遷講個刻就好英勇咁，走咗之後再食，佢嚟又唔食咯，係咪啊？即係通常會係咁樣啦。咁啊，司馬遷喺列傳裏邊咧，將伯夷叔齊擺第一位，而最後一本嘅傳記咧，佢竟然咧係安排咗咧係完全不一樣喎，係貨殖列傳。大家知道貨殖列傳咧就係講一啲有錢人嘅。咁啊，有錢人嘅傳記包括孔子學生子貢啦，好出名嘅一個叫陶朱公嘅人。陶朱公知唔知邊個嚟啊？陶朱公咧，佢原本係做政治家，後來真係做商人。就係范蠡啦范蠡即係輔助越王勾踐咧，即係相傳喺就同咗西施就相宿相妻啦whatever 唔好理啦，有好多唔同嘅古仔，有人話西施死咗，有人又話相宿相妻，咁啊反正呢啲係傳說嚟無從考證。咁即係講呢啲人啦，仲有咧寡婦清啦，呢個《尋秦記》大家有睇啦，係咪項少龍就同咗寡婦清一齊啦？秦清當然呢個係小說嚟啦，唔好太認真啦，係咪？即係會講呢啲咁嘅人物咁所以咧，你睇到司馬遷咧，成個嘅設計係點樣？佢係重視道德，但係更重視現實。現實同道德如果有取捨嘅時候咧，佢就話先現實啦，有機會再道德啦。佢同一般即係孔子唔同喎。孔子話咩啊？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喎，係咪啊？孟子話咩？生我所欲也，死我亦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故捨身而取義喎。係咪啊？如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故捨魚取熊掌喎。即係孟子孔子啲講得好激啊！不過通常即係我哋無從考證講得好激嘅人咧，即係真正去到嗰刻就未必係咁嘅。即係呢個係我一生人以嚟堅信嘅，係嘛？講得好激，即係攞支槍指住投降咁，即刻投降啦，係咪啊？即係越講愛國嗰啲人咧，佢又未必真正愛國噶嘛，係嘛？講愛國嗰啲人又冇出去保釣嘅喎。係咪有冇留意啊？即係平時嗌得最大嗰啲要愛國、要建設祖國嗰啲，冇出去保釣嗰啲，係咪啊？即係去保釣嗰啲咧，平時又唔係被標籤為愛國人士嘅，所以我一生人都相信呢啲係兩樣嘢嚟嘅。咁啊唔好嚟啦。所以咧，你睇到《史記》咧嗰個結構係點樣？從《史記》結構去睇到風雲人物。咁好啦，我要正式咧講一啲傳記啦。咁而家咧就要講一對一 pair 兄弟，即係咪兄弟咧？一陣間就要解釋佢係咪兄弟，就係蘇秦張儀。係咪師兄弟咧？根據《史記》嘅講法咧，蘇秦同埋張儀咧兩個人係同時間跟一個老師學嘢嘅。呢個老師咧係好犀利喎，我都有佢本書喺度但係本書肯定唔係佢寫啊，即係我亦都睇唔明佢寫咩嗰啲揣摩32嗰啲，即係完全嗰啲文字我唔覺得係中文字嚟嘅，即係每一個字我睇得明，但係我唔知嗰啲係解釋咩嚟嘅。大家知唔知我講嗰本書係咩書啊？鬼谷係啦，嗰本就叫《鬼谷子》。咁據說咧，佢哋兩師兄弟咧就同時間咧係受學於鬼谷。蘇秦咧呢個人咧，我先講《史記》嘅版本，一陣間再講即係近年一啲新説法啦。《史記》嘅版本嚟計咧就好笑喎，即係我睇完佢之後我就好有共鳴。蘇秦呢個人咧就東周人，周國嘅，即係洛陽一帶嘅人士，洛陽人士東周人。佢自細都好有抱負啦，跟完鬼谷子學嘢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好有才華。但係咧，人生就係咁啊！你好有才華啦，喺你成功嘅過程裏邊，有好多人打擊你。打擊佢係咩人咧？係佢阿爸阿媽同佢阿嫂，同埋佢阿哥。即係咧，佢不停咁喺度讀書，即係你知道，即係要去。佢有好多理想，希望說服啲諸侯相信佢嘅理想，相信佢啲學説。咁結果咧，佢就不停喺度著書立説，喺度研究又研究。跟住佢阿嫂就話：蘇秦，你有咁有才華。點解你冇飯開要我哋俾飯你食啊？咁不停夾嗰啲咁嘅説話，咁蘇秦係忍辱負重啦，係咪啊？即係好唔開心啦。咁然後咧，佢發覺自己咧學説已成啦。佢心諗當時咧，
各國裏邊邊一個最有前途咧？當時根據史記嘅講法，就係商鞅啱啱死咗嘅時候，商鞅啱啱死咗嘅時候咧，秦惠王即位，咁佢就諗秦國有料到，然後走去揾秦國。即係大家如果讀過以前中國語文科啦，或者中國文學科有一篇啦，就係《戰國策》，蘇秦始將連環。即係我記得以前個老師仲要係咁樣唱出嚟，蘇秦始將連環遂，秦惠王曰，即係要係咁，我以為佢唱大戲嘅。以前個老師我何乃文師就係我以前老師嚟嘅，咁佢唱大戲咁唱出嚟啊，我覺得好有型嘅。即係嗰篇文大家好熟悉啦，佢就說服秦惠王。咁秦惠王咧就因為啱啱商鞅之死啦，咁就對於外人咧就不太信任。咁然後就話：哎呀，即係寡人民咧，羽翼未豐者咧，不可遠飛喎。算啦，我哋秦國都係冇乜料到啊！你揾個第二個另謀高就啦。咁蘇秦就失敗。蘇秦失敗咧，佢都冇嘢做啊嘛，又冇錢啊嘛，係咪使晒啲錢啦？即係咸陽其實去洛陽其實好近嘅。我10幾年前咧就搭過火車去嘅咧。當時咧嗰啲仲噴氣嗰啲火車咧，都係4粒鐘到嘅啫。而家高鐵就我諗1粒鐘去到啦。照計1粒鐘去到啦，即係假設唔撞的話就去到嘅。咁即係當年騎馬去應該都係2日路腳程到應該去到嘅，2至3日腳程乜都去到噶啦，連埋你瞓噶。咁佢翻去屋企啦，翻屋企佢個嫂就串佢啦，唔俾飯佢食啦。就話你蘇秦，你讀書讀得咁叻係咪？又話自己天翻地覆，又話自己要點搞亂嘅國家，又話要點，翻嚟又冇飯開係嘛？佢走啦，各住啦。咁蘇秦咧就好出名嘅故事啦，係咪？繼續啦，白奮讀書啦。有一個成語就嚟自呢個故事噶嘛，知唔知咩成語啊？懸梁刺股，好多人都唔知係點解。有啲人咧以為咧佢刺股咧係刺 pat pat， 股者咧係大腿牙，係古文啊。即係大家想象到啲讀書眼瞓嘅時候揾啲針拮下自己大髀係可以嘅，如果拮自己 pat pat 咧係集中唔到精力嘅估計。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又數年後啦，咁佢又成功咗，即係發奮讀書咧，就發覺讀嗰啲嘢出嚟，然後真係說服啦。即係呢個故事就教我哋一個道理，佢說服秦國最強係唔蘇佢，呢個係好合理嘅。人哋強啊嘛，強係唔需要變啦，係咪啊？強係唔需要揾你啊嘛，因為我自己搞掂喎。你要揾工啊！即係咧，我以前咧唔明啊！以前我揾工啦，以前我簽補習社簽咗最大嗰啲啦即係上市公司啦，唔好講名啦 ，OK 嗰啲現 X 教育，即係我簽咗嗰啲 X 代教育之後咧，就發覺即係冇需要自己嘅，因為佢太多人啊嘛，係咪？咁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就即係寧做小國之君，都莫做大國之臣。蘇秦我係睇蘇秦有得嘅呢個，蘇秦咧就唔係揾強國啦，今次即係揾老細就揾啲弱國。當時最弱係咩國啊？即係除咗弱到完全冇朋友嗰啲，即係中山國嗰啲可以唔使揾佢啦。魏國係咪？唔係魏國嗰啲就弱到冇朋友，嗰啲冇得搞啦嗰啲。當時即係戰國7雄最弱，你估唔估到邊個？大家？趙國好強啊！趙國邯鄲之戰齊國都好強嘅。齊秦係齊秦趙啊，係東西二帝啊嘛，趙國係中帝啊嘛，3帝啊嘛合稱當時即係呢個係後少少嘅時期，係燕國。當時係燕國，燕喺邊度咧？係今天嘅北京，喺北京。代咧就係今天嘅山西太原附近。咁即係呢啲咁嘅國，即係呢啲咁嘅土地咧，即係我哋想像到嘅係不毛之地嚟嘅。當時即係佢北方就係匈奴，幾乎咧你係冇嘢好發展嘅上到去。即係佢草原，因為中國當時係農耕啊嘛，你上到草原你冇嘢搞啊，係咪啊？再上啲係東三省嘅今天嘅更加苦寒之地啦，所以燕嘅經濟條件係好差。咁照計咧佢有漁業噶嘛，咁但係咧又頂住咗個齊國喺度，出唔到海喎，你幾乎係咪？即係你冇得搞喎，頂住咗齊國，因為齊國好強大，咁所以燕國啊制啊，燕國咧就當時就信佢啦，就俾佢噏咗咁嘅嘢，佢話我幫你搞亂晒佢哋，係嘛？最緊要即係你燕國最驚係咩？就係齊同埋趙啊嘛，有乜辦法令到齊同趙唔嚼你啊？佢哋嚼秦國咪唔嚼你咯？係嘛？呢啲要空間換取時間啊嘛，就不停咁樣引你去嚼其他人，咁咪即係將你嘅對手即係分散佢注意力。呢個永遠都係咁樣噶啦，呢個策略好成功啦，係咪？咁結果咧佢就臥底，哇！2000幾年前有無間道啦。佢同完燕國嘅大臣講完之後咧，就識咗即係燕太后。咁即係咧呢即係從史記睇到啲嘢，你永遠咧去說服人咧，直接揾老細係唔掂。你揾個老細個老婆先掂，即係佢晚晚可以幫你傾噶嘛？呢個都唔夠，揾個老細個阿媽你冇得頂啦。
係咪啊？佢真係唔直接揾燕王喎，就揾咗燕太后，咁啊容易搞啦。咁啊，即係後來咧，佢不過即係成也太后，敗也太后啦。後來死咧，佢其中一條罪咧，俾燕國處死啦，就係因為佢同燕太后私通。即係通常傾下都唔係齋傾嘅，係咪？即係好多陳振聰與龔如心的故事又重演啦，係咪啊？咁所以即係成也太后，敗也太后啦。咁當時佢做無間道，就代燕國啦，即係收咗燕國錢，然後就去齊國揾工。咁啊，齊國啊唔知佢收咗燕國錢啦，咁啊同佢揾工，咁啊做咗齊相喎，無厘啦家做咗齊國嘅丞相，因為佢有才華啊嘛。咁然後就想辦法咧合縱啦，大家知道合縱就係結合6個國家嚟對抗秦國啦。咁燕國咪即係唔使成日俾人嚼咯。咁所以幾乎係成功嘅。但係咧，即係根據《史記》咧同埋《東周列國志》嘅講法咧，《東周列國志》係講得仲生動啲啦，《史記》一句嘅啫，其實係就話咧佢推薦咗張儀咧去秦國度，即係或者逼走啊張儀去秦國度 whatever 啦。《史記》得一句説話嘅啫，《東周列國志》咧就話咧佢係有一個局嚟嘅，就覺得無敵太寂寞啦，搞到自己。佢就知道有一個人勁過佢就係張儀，所以咧《東周列國志》嘅講法咧就話咧佢引阿張儀咧，即係張儀啊就揾佢。咁啊，希望投靠佢，咁啊結果張儀就好窮啦。咁但係咧，佢又唔俾錢張儀喎，跟住仲要奚落佢，然後咧仲私底下揾咗個人咧介紹佢去秦國。咁結果咧就即係自己做個局出嚟，希望有人可以同佢鬥一鬥，睇下鬥唔鬥得贏啦。咁啊後來張儀好出名啦，合縱嘅梗係咩啊？連環啦，係咪啊？咁啊又合縱連環，跟住頭又點啊？張儀梗係破翻佢合縱連環啦，喺當時咁嘅情況。咁呢個係史記嘅講法。但係咧，根據近年咧，1973年嘅馬王堆出土戰國中環書咧個講法又唔同喎，因為咧《史記》有一個問題，《史記》咧係成書漢朝漢武帝時期，大家知道佢經歷咗2次好大件事嘅嘢。第一次就係秦始皇焚書坑儒，咁幾乎咧6國史書係盡絕嘅，係得翻秦書秦國嘅史書啊。咁啊6國史書基本上冇嘅，咁即係秦朝人點寫得㗎？冇所謂啦，係咪啊？咁啊，所以咧佢睇嘅版本咧就好有限。第二個局限咧就係大家熟悉嘅項羽火燒阿房宮啦。不過如果大家有聽過我之前嘅演講咧，我之前有一場嘅演講係講呢個嘅先秦諸子嘅地理環境分析嘅時候，我解釋過嘅。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話，應該記得嘅。阿房宮咧係近年咧被掘到出嚟，並無火燒的痕跡。全個阿房宮咧嘅面積咧，其實大概我諗係大概海港城咁大嘅啫，就並不如咧《史記》所講咧燒3月而不盡。如果燒3月而不盡，你起碼都有九龍塘至九龍城咁上下大啦，係咪？大家想像到啦，但係冇嘅。而家掘到出嚟係即係長幾百米嘅啫，係海港城咁樣。即係呢個係史書有時總係失實嘅，咁你冇辦法啦，因為以前個資訊流通啦，同埋第二咧就係往往係成功者所書噶嘛。即係我都好合理地分析咗點解《史記》個年代係話項羽燒阿房宮咧，因為劉邦梗係揾人哋搞下佢啦，係咪啊？呢啲係利用輿論壓力噶嘛，即係佢得天下名正言順咯，哇！睇下殘暴不仁喎，項羽喎，係咪啊？即係幾賤格，肯定係有呢啲嘢喺裏邊噶啦，係咪啊？梗係講到阿秦二世係好荒謬無道啊，係咪真啊？真係冇人知噶嘛，係咪啊？係講到佢即係又玩 SM 啊，秦二世係又玩鎖鏈又玩成噶嘛，綁住啲女性喺度鞭打咁樣噶嘛，即係呢個係勝利者書寫嘅，係咪啊？即係我哋睇近代史就知啦，係咪？秋收起義係咪？即係大陸嘅史書叫做即係秋收起義即係國民黨嘅書叫秋收叛亂即係外國嘅書係簡單叫秋收事件咁，即係呢啲唔同嘅立場有唔同嘅結論。咁所以咧喺嗰個《戰國中環家書》裏邊咧睇得嗰個故事係完全不一樣。個故事就話咧張儀咧係同孟子差唔多時期喎，係早蘇秦數十年喎。大家知道孟子係歲邊個啊？係齊宣王噶嘛。但係根據《史記》咧就話蘇秦歲齊宣王個仔嘅喎，即係下任人唔係個仔，sorry，下任人嘅喎。咁所以咧個版本係有不一樣。咁但係姑勿論如何啊？我睇到一樣嘢，司馬遷咧。佢將呢個傳放到好大，佢係比其他傳咧，即係蘇秦傳啊，係寫得更大嘅。個原因係咩？大家想唔想像到啊？就係司馬遷同佢有同病相憐。佢寫嘅時候覺得我同蘇秦都係同個女人，有才華。不過咩？頭先我好強調啊，佢喺個傳裏面渲染咗一樣嘢，佢屋企人睇佢唔起。司馬遷就正係有呢個諗法。咁後來咧件事咧就係大家好熟悉啦，大戲都成日做啦，6國大封相。係咪啊？
呢個蘇秦咧就逐個國家稅啊嘛，攞6國稅人翻去東周，經過東周嘅時候，即係經過佢屋企洛陽啦。突然間咧有個女人咧撲咗出嚟跪地喎，嗰個女人咁熟口面嘅，阿嫂嚟喎。阿嫂佢哋話做乜出嚟啊？佢話：哎呀，我嚟接你啊嘛，細佬係咪啊？即係難得你咁樣翻嚟，點會唔接你咧？阿蘇秦都問得好直接。一個4字成語又嚟自呢度啦，好多4字成語都係史記嘅，大家知道啦。佢話：嫂子何故前居後宮啊？前居後宮就係之前咧就好串啦，居就係樹企人邊做個居所嘅居，前居後宮，宮就係恭敬嘅恭啦。喂，你之前咧串串地，唔係串串地咁簡單咁賤格，點解而家咁恭敬啊？呢個嫂子就好誠實，佢噏咗一句，佢話咩？因為夫子你如金2個字嘅多金啊！好多錢啊！即係司馬遷係將呢樣嘢描寫得好仔細，所以咧我係從呢個古仔裏邊睇得出司馬遷對風雲人物第一個定義就係咩？就係唔單止要有才能，仲要能忍，一定要忍。忍即係咧喺成功嘅道路上邊咧 ，IQ 咧係佔好少比例。一個人再聰明極，你冇人俾機會你都係不能成功。或者你又好有機會嘅時候，你得罪好多人，人哋咧未必可以咧整到你發達，但係整死你就好容易嘅啫，係嘛？我太了解呢個道理，整死你就好容易嘅啫。咁所以咧，成敗係在於 EQ 而唔係在於 IQ。所以蘇秦呢個故事同司馬遷嘅故事可以係話孖生兄弟嘅故事，就係説明咗佢哋兩個即係如何咧係忍辱負重啦。另外一個咧，司馬遷大書特書嘅咧就係孫臏喎。大家知道孫臏啦，不過孫臏嘅故事我唔詳細講啦，因為佢個 background 同蘇秦都似嘅，都係又係即係好慘，不過更慘啦，就俾人斬咗隻腳啦，係咪？又係忍辱負重啦，係嘛？第3個故事咧，呢個故事就冇得唔講啦，呢個故事要長講添。呢個故事係越王勾踐。越王勾踐嘅故事咧，即係大家知道啦，係咪？越王勾踐呢個人咧，本來係唔錯嘅，即係後來咧發咗達之後咧。就梗係鳥盡弓藏嘅嚟自呢個故事啦，飛鳥盡良弓藏，即係佢身邊嗰啲人咧殺得七七八八啦，係嘛？不過講呢個人咧，佢又點解能夠成功咧？佢成功真係冇得頂喎，就係能夠忍人不能忍，係點樣忍人不能忍咧？有一段係咁樣講嘅，有一段咧就話咧，佢被吳王夫差囚禁咗之後，佢為咗要博取咧吳王夫差嘅信任，當時咧有一個大臣叫白起咁佢有一個好兄弟，頭先我講過陶朱公就范蠡啦。范蠡咧真係老點佢啦。范蠡咧就希望咧佢做一樣嘢，就你要博取個信任啦。啱啱吳王夫差就病咗，咁你范蠡又唔知喺邊度睇一啲醫書啦。佢就話咧，你做一樣嘢啦，你入去問候下大王，然後咧就幫佢嘗糞，嘗糞者食屎也。嘗完糞之後咧。就話俾佢知佢幾時好翻咯，唔知點解范蠡咧佢又識占卜嘅，因為據說根據史記嘅講法咧，范蠡係識占卜嘅。咁佢占卜咧就話佢邊日就好翻噶啦。咁然後你就同佢講，你食完之後咧，我睇完之後咧，你就嗰日會好翻嘅。咁如果去到嗰日咧，至其若愚，必然深感大王，而射可望矣。即係司馬遷係咁樣寫啦。咁就話即係如果到嗰日子咧，佢真係好翻咧，佢就會赦免你噶啦。咁然後咧，夫差病得好慘，然後咧佢就即係揾咗個白皮幫手入去同佢講，勾踐咧想入嚟問候下你啊。然後勾踐入去問候完之後咧，出咗房門口咧，就攞咗佢啲屎就嚟食即係史書係咁樣記載嘅。勾踐揭開桶蓋，手取其糞，跪而嘗之。我都唔明咧點解要跪低食嘅？啲屎應該係好神聖 ，holy 係咪啊？好 holy 嘅。咁whatever 啦，係請講。古時咧跪嘅意思咧係關要，係，即係佢當然係好恭敬地去做一件事啦。即係佢其實可以拎出嚟然後就咁食噶嘛，但係佢跪低都係件好恭敬嘅事。手取其糞，我仲用手喎，工具都唔用喎，跪而嘗之。然後咧，即係側邊啲人咧已經啲人都變態喎。佢然後咧仲要成口係咁樣，仲要衝入去同阿吳王講：大王之糞微苦且酸。佢話大王你個糞便苦得嚟，仲酸酸地。正應春夏發生之氣喎，係咪啊？即係中醫有記載嘅春夏發生之氣，即係大家用嗰個想像聯想法嚟得啦。春天同夏天係點啊？百花盛放啊嘛，春天夏天係嘛？好
好清香喎，正應春夏發生之氣喎，即係哇就嚟好翻㗎啦，大王係咪啊？即係啊咁啊咁，即係佢話咧神聞於醫師啊。咁我曾經聽醫生講過咧，順時即係好嘅時候，氣則生嗰啲屎咧就有啲生氣嘅，即係我哋教古文有單字變複字啊。生氣有咩四字成語有生氣啊？生氣咩？生氣中中。生氣中中好似冇喎，生氣咩？接近啲啊！生氣勃勃嘅，佢話大王你如今日糞便生氣勃勃，佢話逆時氣則死，佢話如果病嘅時候咧，你嘅糞便咧就死氣，單字變複字啊！死氣咩？死氣沉沉噶。佢話而家你就生氣勃勃喎，你就嚟好翻啦。咁然後咧佢就放咗佢，即係好開心啊！跟住唔係個故事仲有少少嘅，都好笑嘅。然後佢就阿白皮喺側邊噶嘛，阿吳王阿夫差就問白皮。即係佢話人哉勾踐啊！佢話呢個咧勾踐有道德有勁啊，可以咧臣子啊之常君乎啊，安能啊常瞓而缺疾乎啊？點能夠食咗去睇下我有冇病啊？佢問白皮一句就話：汝能否啊？你食唔食啊？佢問白皮食唔食？阿白皮即係滴晒汗啊！臣雖甚愛大王，我雖然好愛大王你啊，然此事決不能啊！但係呢單嘢真係搞唔過，真係唔食得咁啊 OK 咁，即係佢問你今日食唔食啊？即係幾玩嘢啊呢件事。跟住勾踐就話唔單止你啊，太子都唔制啊，係咪啊？即係你幻想如果你爸爸有啲咁嘅事，你會唔會啊？大長今嗰陣咧，你同我都唔制。即係咧，從呢件事咧睇到啦，勾踐就係因為呢件事而獲釋嘅。所以咧，我哋文人咧，即係以前啲人就好隱晦嘅，就唔中意講話，我哋叫臥薪嘗膽啊嘛。嘗膽係另一個故事啊，但係其實即係。佢唔係臥薪嘗膽咁解，臥薪嘗瞓啊嘛，應該係，即係表示嗰個人嘅決心應該用臥薪嘗瞓嚟形容佢啊嘛。所以咧，從勾踐呢個故事咧，司馬遷又係將佢大書特書，即係説明咗咧，即係你個人要成功，要成為我哋今日呢個題目嘅風雲人物，第一個條件一定要能忍，不能忍者咧啊！我下一個故事啦，下一個故事就係張良嘅故事，大家都熟悉張良。張良咧就係堪稱為即係中國啊10大軍師之首啦，可以係咁講啦，係咪啊？佢係比諸葛亮更出名嘅，其實即係如果講戰事，因為諸葛亮咧逢戰皆北嘅幾乎，逢戰皆北，即係好可惜咧就係即係第一次咪一個唔知咩三國對談嘅中間人物嘅，我嗰次就即係有事因事不能來啊，因為我對三國史係相當有興趣嘅。諸葛亮一生幾乎係冇打勝仗，赤壁之戰唔係佢打嘅，赤壁之戰係周瑜打嘅嚇。即係後來《三國演義》先減速屈咗周瑜變到咁差。喺宋朝嘅時候，周瑜都仲係好有型喎。去到明朝，周瑜先變到好差。大家有讀過啊蘇軾嘅《赤壁懷古》啦，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型喎係咪啊？三國周郎赤壁喎，即係連阿蘇軾都即係覺得自己不如佢嘅喎，早生花髮係咪？即係人間如夢一張還在江月，都話如果我好似係佢咁啊，即係周瑜係冇乜人會妒忌，亦都唔會俾人激死。佢做得激死人嘅啫。佢少年成名，21歲已經成名，21歲佢已經有花朵噶啦。你知唔知佢嘅花名叫咩名啊？周郎。喺裴松之注裏邊咧，就周郎者，周美郎也，即係美男子啊！美男子靚仔喎，係嘛？23歲娶到江東第一美女小喬啊！即係27歲咧，已經係點啊？即係統一江東六郡。33歲咧就成大名，赤壁一戰，東風不與周郎便。當然呢個唐朝啊，銅雀深宵鎖二喬呢啲都係搞笑嘅，但係當時咧，即係佢打贏咗佢好犀利。咁所以從呢個即係周瑜嗰啲咁嘅故事咧，即係睇到啦嚇，即係歷史上嗰啲軍師咧，都係有啲 style 先得嘅。張良有 style，等我講埋張良嘅故事先。得你錯誤，我想講。係啊，請指出。嗱，你話東風不與周郎便啊？係呢個唐朝唔係，銅雀深宵講嘅。係有嘅，因為據最近嘅地理學家發現咧，喺嗰個時候個地理位置，東風係喺東邊吹入去嘅。東風原來係東邊吹入嚟嘅，明白？唔係，好喺嗰邊吹啊！因為諸葛亮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呢個係小説嘅講法。唔係小説。第一，赤壁咧喺邊度咧？今天仲未有人知道，即係當時嘅赤壁喺邊度啊？有三四個赤壁，係三四個赤壁到咧。今天嘅赤壁喺邊度？冇人知道。呢個係無從稽考嘅，而事實上資料都不夠。第二咧，
即係當時嘅歷史環境係點咧，都係冇詳細記載嘅。所以有冇所謂東風？第三咧，諸葛亮係咪懂天文咧？歷史上冇記載過嘅。第四咧，劉關張係冇結拜過嘅，歷史上講係冇結拜過嘅。不過今日唔係講三國，我哋翻去講呢個嘅史記先。得，我哋落咗堂先再講嚇。我翻唔記得咗啫。我呢個唔重要，你唔記得你可以再講。我提你啦，我提你。大家咁熟，我提你啦。因為睇好多歷史書。得，我明白你睇好多噶啦。我哋可以再切磋。好。你一陣間再慢慢同佢傾啦。我哋繼續翻嚟先張良嘅故事。張良喺未成名嘅時候，佢做咗一件好得意嘅事情，即係話説秦始皇有一日咧去行街啦嚇，行街梗係唔係一隊人啦，即係唔係一隊人咁簡單，好多人啦，你想象到啦係咪啊？唔係10個8個啦，好多人。咁咧即係有一個成語啊嚟自呢度咯。阿張良就無理啦家揾咗幾個大力士，唔知邊度揾啲大力士翻嚟，然後喺山上邊咧，即係嗰啲人應該係玩開鐵餅嗰啲咁嘅嘢。即係一掟咧就掟中秦始皇架車，但係秦始皇一生人就多疑，亦都好謹慎。即係佢架車就唔係自己坐啦，揾啲僆坐啦，佢自己坐架僆仔嘅車，就誤中副車，就係呢個四字成語啊嘛。咁啊張良咧就後來要着草啦，逃亡啦，即係有人督佢出嚟，因為佢都貴族嚟嘅，韓國貴族嚟嘅。咁啊周圍着草咧隱姓埋名喎。咁啊後來有一日咧，即係佢好奇怪，無啦啦行嗰條橋，有一個阿叔喺佢面前。除咗自己對鞋，將對鞋掟咗條橋度，即係你幻想下一件咁嘅事啊！即係好難想像。冇一個阿叔行埋嚟，除咗自己喺度掟，兩個僆仔幫手執鞋啊！張良呢個人咧，就注定佢係成功嘅從呢件事。即係正常，如果你係你會點做啊？佢哋睇住佢自己掟落去嘅喎，唔係唔跌咗，我哋會幫佢執啊，係咪啊？跌咗一個阿叔，我哋幫佢執啊，老人家睇住佢自己執鞋。咁啊，佢就算啦，唉，你老人家，我唔同你一般見識，我幫佢執鞋。其實最主要應該佢冇乜嘢做，因為嗰陣時着草緊。咁啊得閒啦，咁啊執咗對鞋之後咧，個阿叔啊唔單止喎，佢遞高隻腳，僆仔幫我着鞋，然後咧佢就心諗史記咁記載，以念啊係咪啊？即係以幫佢，即係佢諗啦，已經幫佢執咗鞋啦，唔單止啊，幫佢着埋咪算啦，都係反正係送俾你啦嚇，咁啊着埋，然後個阿叔話好啦，今晚唔知幾點啊，喺邊度等啦，喺條橋嗰度再等啦嚇，咁啊等，阿張良嚟到嘅時候，我發覺咧，個阿叔係喺度。個叔話：你啲後生仔真係遲到。佢話唔係喎，我準時嚟喎。總之就遲過老人家就唔好啦。你聽下，即係唔知幾日之後再嚟啊。咁然後咧，張良咧幾日之後再嚟，早啲啦，早幾粒鐘啦，唔知早幾耐啊。嚟到又見到個叔又喺度，呢條友係咪喺度住啊？到底露宿者嚟啊？你長期喺度咧。咁然後個阿叔話：你下次再嚟嗰日第三次，阿張良嬲嬲地啦，早成半晚坐喺度等你。咁啊，終於等到佢嚟啦。個阿叔咧就話：有一個四字成語又嚟自呢度啦。大家知唔知四字成語啊？孺子可教啊！呢個僆仔有啲料到，呢個僆仔值得提攜，就唔知啲即係啲武功秘笈，通常都係咁樣送出嚟，係嘛？就送一本貌似武功秘笈嘅嘢，就太公兵法、姜太公兵法啦嚇，唔知裏邊有冇記載啲招式啊嚇？即係無從稽考，即係好武俠小説橋段呢啲。咁張良就據說因為呢本書而成為咗天下第一軍師啦。咁啊打遍天下無敵手啦，輔助呢個嘅劉邦成就大業啦，係咪啊？即係咧，司馬遷寫得詳細嗰啲，又係呢啲故事嚟嘅，係咪啊？即係能受辱啊，先能夠成大事，係嘛？呢個嘅蘇轍應該係蘇轍啊，留後論啦係蘇轍寫嘅。如果冇蘇洵定蘇轍咯，時間唔係好記得。總之係佢兩個其中一個啦。有一篇文叫《留後論》佢裏邊有講一個蘇軾寫嘅咩？留後論蘇軾寫。總之係幾蘇其中一蘇咯，我唔係好記得。咁啊，《留後論》裏邊咧，佢又講過一句嘢啊嘛，佢話咩？富欲成大事者，能夠成大事，無故加之而不怒啊嘛！你無啦啦俾人恰你都唔嬲，呢啲有 EQ 係咪啊？有 EQ。如果你係咁呢啲報紙唱下佢咧，佢就話要告人呢啲報紙嗰啲咧，嗰啲一定係庸才嚟，係咪啊？你真係串幾句啦，你叫人哋答問題，你劉家雄收聲，嗰啲一定係啲低水平嘅。即係大家想像到嘅呢啲係咪啊？即係呢啲係冇啲無故加之而不怒啊，係咪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平時即係口口聲聲又話自己幾型嗰啲，都冇嘅嗰啲。咁所以咧，從司馬遷裏邊嘅故事又睇到咧，即係佢喜歡嗰啲人咧，都係呢一類咁風雲人物，即係起碼要能忍，人不能忍，一定要有啲咁嘅條件。咁另外一個咧，亦都大家好熟悉嘅啦，呢個就係韓信。韓信咧，司馬遷對佢評價好低，但係咧，司馬遷又寫得佢好詳細，《淮陰侯列傳》。大家知道韓信咧，本來佢封咗做齊王嘅，
即係我講下未發跡之前咧，真係好低能。未發跡之前咧，有一個人咧，有一個阿嬸啊喺度洗衫，阿漂婦啊，咁啊見佢冇飯食啊，俾啲飯佢食啦。阿韓信同佢講一句説話：多謝你俾飯我食，將來我發達10倍奉還。你有冇試過遇到啲咁嘅事情啊？即係你幫嗰啲人，人哋話10倍奉還啦。個阿嬸啊，第一時間就鬧佢喎。你搞掂今餐先講啦，奉還慳啲啦，即係及佢喎。我幫你，見你可憐啊，指你還咩？個阿嬸啊嬲，好嬲，大怒好鬧佢。咁啊，韓信啊，即係冇出聲啦，忍咗佢。歷史上冇記載過佢係冇翻去報恩㗎，其實都好難揾㗎啦，即係你無啦啦，即係幾千萬人揾一個阿嬸都好，即係好難嘅。咁即係咁後來大家熟悉佢個胯下之辱嘅故事啦，係咪？咁呢個人咧，司馬遷對佢評價好低就係咩？佢忍一半又唔忍一半，一係唔忍，一忍就要忍到最盡。即係司馬懿啊，大家知道啦。最近我睇完《三國》啊嘛，之所以成功係因為佢能忍啊嘛，忍到最後啊嘛，係咪啊？即係佢嘅政敵啊，曹爽啊，即係最後一刻啊，曹爽贏晒嘅時候啊，即係司馬懿輸晒嘅時候啊，曹爽就揾人去睇下司馬懿，及一及佢睇下咩料。司馬懿就扮中風啊嘛。然後仲要口滴晒口水咁樣，我都係唔得㗎啦。然後仲同嗰個人講話，你拜託阿大都督曹爽，照顧我個仔啊，司馬超、司馬術司馬師啦，照顧佢哋啦。跟住然後曹爽就好開心，哈哈哈哈咁，然後就走去行街咁啲，然後即刻俾人哋政變搞掂咗。即係能忍者就係有呢啲咁啊，即係要忍到最後先得。所以咧，韓信就不能忍到最後。佢忍到邊一刻忍唔到咧？忍到自己成咗名，少年得志大不幸。佢未成名嘅時候咧，佢做項羽執擊郎，執擊郎就係食 Q 啦，簡單嚟講嘅，係咪？佢都能忍喎嗰時候，即係忍到咧係有人賞識佢嗰個人就叫蕭何啦，係咪啊？蕭何咧就介紹佢俾阿劉邦，劉邦就唔睬佢，即係劉邦係掛住洗腳，佢嚟見佢嘅時候都洗腳，下次先再傾，唔理。咁然後阿韓信就好嬲啦，漏夜走啦，係咪啊？咁因為當時好多人逃亡啊嘛，入到去漢中嗰啲好落後嘅地區啦嚇。即係當時好落後，而家都好 OK 嘅，而家 OK 嘅，而家四川係嘛？咁啊，當時好落後，蕭何漏夜追韓信啊嘛，嗰個故事就係咁樣啦嚇。越夜追韓信個故事就係咁啦。咁啊，佢都嗰陣時都忍到，嗰陣時都忍到，去到邊一刻忍唔到咧？發咗達出咗名嘅時候就忍唔到啦。咁啊，劉邦咧就俾阿項羽嚼到就嚟死，就寫信咧就叫喂韓信。快啲回擊啦，係咪啊？即係你佢分咗兩隊軍啊嘛，一隊就係阿劉邦自己打，劉邦打親仗都輸嘅。劉邦一生人冇乜點打贏過仗嘅其實，咁佢打贏嗰啲仗都係人哋嗰啲僆幫佢打啦，樊噲啊，佢阿韓信啊，阿陳希啊嗰啲幫佢打啦嚇。阿韓信咧就話：得你幫我，即係都冇話幫你唔到，但係我齊國嗰度搞唔掂喎。一係咁啦，如果我一走就亂㗎啦，除非你俾我做假齊王啦。即係呢個咧冇讀古文嗰啲人唔係好知個假字，假係暫時嘅意思，假齊王就臨時嘅嚇，臨時嘅齊王就唔係流的齊王啊！有啲人假齊王咧流啊，呢條友唔係咁嘅意思，假係真假的假，假係有，因為假有假借嘅意思嘛，借即係暫代啊嘛，係嘛？假借暫時做下齊王先，咁啊劉邦呢個人係忍唔到，劉邦呢個人咧係一個徹底嘅爛仔庸才無能者，所有廢嘅嘢咧佢都有嘅。不過咧又睇到成功嘅人物係唔需要有才能嘅，成功嘅人只需要一樣嘢啫，佢識得揾人，咁啊夠成功啦。即係佢一生人都係冇料到喎，但係佢又揾啲 friend，阿蕭何又好勁啦，係嘛？娶老婆女後又冇得頂啦。即係劉邦佢唯一嘅才能就識得揾人，係嘛？呢個就好似某啲人嘅。即係近代嘅中國史啊，有某啲人又係咁上下 level 嘅，所以咧前幾年有一套電影叫做《建國大業》嘅，建國偉業定建國大業啊？建國偉業有一幕咧就係、是《史記》嗰幕嚟喎，原來係即係我哋讀《史記》嘅呢都知喎。有一幕咧就講阿老毛咧就喺間房裏邊咧同成班人咧飲酒唱國際歌嘛，有冇印象啊？有一幕係咁樣喎，嗰一幕就嚟自《史記》嘅高祖本紀唱大風歌。就係完全一樣嘅，所以個導演咧就借呢個故事，後來咧係俾大陸一個網站啊，叫做烏有之鄉啊，即係喺度大寫特寫啊嘛，就話佢將老毛係形容劉邦啊嘛，將蔣介石咧形容為末日英雄就係邊個啊？項羽啦，係咪啊？項羽正直，不過哎呀失敗，就係因為輸正直，係嘛？
阿毛澤東之所以成功啊，大家想象到啦，係咪？就似劉邦就識用人同埋用即係好多古靈精怪嘢。咁啊，劉邦當時又發脾氣啊，話唔得，一定要殺呢個匹夫。咁啊，佢身邊又係阿張良啊，張良又勸佢喂，你而家風頭火勢啊，大佬係咪？有咩應承咗先啦，係咪啊？即係過咗河就神仙啦，將來有機會懟下佢再算咯。咁啊，然後啊，劉邦又真係 EQ 高，佢劉邦又成功有一樣佢 EQ 高，佢 EQ 高咧，佢即刻寫封信，大丈夫做假齊王，你唔係嘛？要做就做真齊王啦，我就封你個真齊王。最後就搞掂咗，即係引佢落嚟救兵。咁後來就好出名啦嚇，即係呢個嘅十面埋伏啦。咁啊，即係韓信領軍咁啊，即係大敗楚軍啦嚇。咁啊，呢件事大家好熟悉。咁但係咧，呢件事咧完咗之後啦，呢個係漢高祖5年發生嘅事情，即係十面埋伏啊。漢高祖5年啊，即係烏江自刎啊。咁啊6年咧，即係年零後嘅咧已經瀨嘢。即係漢高祖一心要收拾呢個人，即係呢個僆係冇辦法用，冇一個老細願意用得下韓信嘅，因為長期即係佢後來咧，佢失意嘅時候，佢做咗淮陰侯咧，漢高祖諗住串佢啊嘛，我出兵打匈奴啊，你覺得我帶幾多兵好啊？跟住阿韓信話：你最多帶10萬兵嘅啦，你10萬以上你控制唔到噶啦。佢仲夾漢高祖劉邦喎，跟住然後劉邦就串，即係話你咁串係咪啊？咁然後佢話：咁你可以帶幾多兵啊？佢有咗4字成語嚟自呢句啊嘛。我帶幾多兵？4個字，多多益善。幾多兵我都控制到。跟住阿劉邦又夾佢，你帶咗咁多兵又俾我捉咗，係咪啊？跟住又阿韓信咧，佢即係佢呢個人係有眼光。佢話係啊，我係帶兵帶得多過你，我勁過你。但係有一樣嘢你勁過我，你帶將帶得勁過我，即係識用人。你唯一叻過我就識用人，即係佢係講咗句咁嘅嘢噶嘛。咁咧6年嘅時候咧，漢高祖6年嘅時候發生一件事情啊。呢件事情咧就叫雲蒙事件，即係漢高祖咧一心要懟佢，一心要捉佢。咁你要捉一個人咧，你係唔可以話俾人知嗱，我而家帶兵打你嘅，呢啲係歷史上最蠢嘅事。即係帶兵打呢個人咧係唔掂噶嘛，即係你係肯定傷亡慘重噶嘛，係咪啊？諸葛亮又好，張良又好，都諗啲嘢係肯定係冇死錯人嘅。即係諸葛亮咧，佢一生人最大嘅功業咧就係剷除咗一個人叫李嚴。李嚴就係托孤重臣啊，尚書令嚟嘅，當時係，即係佢亦都係用咗同樣嘅計策，就話佢籌辦糧草唔得，就安嗰條罪名俾佢，即係肯定係要用啲嘢嚟引佢噶嘛。咁所以咧，張良當時劉邦當時咧又諗咗條計，就話咧去雲蒙狩獵，就打獵啊，打獵梗係帶兵噶啦。雲蒙就係阿韓信住嗰個附近，因為佢封咗楚王後來，咁啊無釐啦家捉鬼咗佢。咁啊，透過呢個咁嘅計策捉佢，咁啊，韓信又係後來啦，捉咗算啦，變咗淮陰侯。即係做人咧，要識得永遠知道，我要知道幾時會退係一個好重要。你唔知道幾時會退咧，即係人嘅高峰彈指而過，如百駒過隙。百駒過隙又嚟自《史記》嗰啲嘅4字成語，老子喎，即係好似隻馬咁跳得好快，一下就冇噶啦。你高峰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人點解衰收尾咧？最後嗰幾年咧，即係。物齊光，好地地退咗休咪算咯，係嘛？何苦又要上嚟做呢個熱廚房個位咧？如果佢唔做呢個位，係冇事冇人會知呢單嘢嘅喎。大家同意啦，係咪啊？就係佢唔明白個時代已經過去咗，唔再屬於你㗎啦，唔再屬於你，let go啦。做人要識得呢樣嘢啊嘛。韓信之所以死夷三族，就係因為佢唔識得 let go。漢高祖10年。即係統一天下已經5年啦。有一個人叫做陳希，凡係叫陳希乜嗰啲人都中意造反嘅，係咪啊？陳希同啊、陳希啊都中意造反嘅。呢個陳希造反，咁啊同阿漢高祖劉邦咧，即係本來又好兄弟，但係又造反啦。因為佢又得罪咗劉邦，劉邦好小氣嘅呢個人嚇，即係佢食客多得滯。咁啊，即係劉邦就懷疑你食客咁多，天下太平啦，仲要咁多食客即係謀士啊！咁佢做咩？肯定係有陰謀啦。咁就求其屈咗啲罪名佢，咁啊，即係有好多謠傳啊。咁 whatever 做佢逼佢做反。咁佢同阿韓信就約定咗，一齊做反。我喺呢個嘅燕地做反，即係陳希嘅燕地做反。你裏應外合喺，因為佢淮陰侯咧，就當時已經係長安啦，即係關中啦。你喺個附近帶幾千兵都唔使多啦，直入未央宮，係嘛？然後挾持太子同埋呂后咁啊，搞掂啦 K.O. 啦，即係呢啲件事咧有教訓人喎。
你造反唔緊要，你對啲僆要好。阿張飛大家知道佢點死啦，飲醉咗打啲僆俾人漏夜割頭死噶嘛，係咪啊？即係你對啲僆唔好咧，呢啲係點啊？凡事咧就即係就報應嘅。韓信又係對啲僆唔好啊，結果俾條僆督佢背脊，係嘛？漏夜同咗漢高祖呂後嗰啲人講，咁呂後嗰啲人咧就即刻諗咗條計，就話聽日咧就班師回朝，就話劉邦啦就傳來捷信。全朝即係朝廷啲人咧，就全部話咩？要恭喜即係入表稱臣啊！要恭喜劉邦咧大敗陳豨。咁然後咧，蕭何就漏夜同韓信講喎，聽日咁嘅環境，你點都要出現下㗎啦！如果你唔出現，你大鑊㗎啦！咁韓信諗住都輸咗啦，係咪？咁啊，聽日咪恭喜下佢咯，都係 great deal 啫，係咪啊？咪去咯！咁然後咧，呢條計就韓信唔係呢個蕭何諗出嚟對韓信嘅，所以個成語又係嚟自呢度啦。蕭何係推薦韓信啊嘛，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就係嚟自呢個故事咯。咁個故事就係咁啊。咁第二日梗係一上到朝廷，諗住恭喜，發覺冇人嘅，點解？咁全部都係兵嚟，咁圍住佢，咁死咗咯。最後二三族嘅故事就係咁啦。咁所以咧，不能忍者咧，司馬遷咧就對佢咧係大肆撻伐嘅。司馬遷就話呢啲人即係自黔其功啊，就話自己就覺得自己好勁啊，有功勞咧就話自己好串好勁啊。呢啲人咪就係嗰林彪嗰啲咪就咁咯，係嘛？林彪覺得即係毛澤東講啲嘢信佢一成都雙目失明啊。即係佢話俾你知，接班人越係接班人嗰啲越死得快啊！你冇發現咩？即係睇下唐英年睇下咩環境，越係接班人就越死得快嘅咯。呢個係永遠係必然嘅事實嚟嘅。所以康熙皇帝聰明，康熙皇帝咧二太子即係太子二阿哥印營被廢之後咧，佢一直都不立儲君，一直不立儲，因為佢知道立咗邊個死先，因為眾矢之的啊嘛。即係人生咧真係好苦一樣嘢，就係生於帝王家，生於帝王家好苦嘅。你唔好以為生於帝王家好開心，因為第一，即係阿柏楊咧有本書叫帝王之死定帝王之死，佢係統計過嘅，大多數皇帝平均都係30幾歲嘅啫，即係叫拉個 average 平均係30零歲嘅啫，因為酒色過度呢個必然啦，後宮加係3000啊，大佬1晚3個呢唔係辦法啦，係嘛？一年都即係呢個係。即係有邊際報酬大減定啦，咁大家知道即係呢個係唔通噶嘛。第二就係俾人謀殺死係好大鑊噶嘛，係咪啊？即係呢個機率係好高嘅，俾人謀殺死、毒殺即係唐朝另計，唐朝咧嗰啲皇帝係食道教嗰啲金丹死嘅即係趙翼已經有統計過10之8九唐朝嗰啲皇帝都係煉丹而死嘅，咁食嗰啲水銀中毒死，咁呢個係另計嗰啲自己攞嚟嗰啲人。咁喺嗰個故事裏邊咧，即係你睇到阿康熙個故事咧，你睇到嗰個封皇太后係必死，所以咧喺漢武帝嘅時候咧，又係咁樣喎，係嘛？漢武帝嘅太子雷太子啊嘛，即係雷太子之死，無古之禍，一殺2萬幾人。知唔知點解啲太子會咁想造反？有咩道理？老豆太長命，老豆太長命係一件好大鑊嘅事情。即係諗下康熙係做幾多年皇帝啊？60年。60，嚴格嚟講61就係假嘅，因為佢最後嗰年係唔係真係佢做嘅，係嘛？60年皇帝個太子咧都做50年太子陰公，即係等嚟等去都等唔到，唔係40幾年太子計錯數，40幾年太子。崇禎44歲死咗。係咁點啊？我唔係講康熙，我講佢太子胤禛啊。胤禛等咗40幾年都未做到，呢個唔係最大鑊。我要引呢個引起另外一個故事。我而家就開始講呂不韋。呂不韋個故事咧就係我哋今晚嘅主角啦，即係主角終於出場。大家知道呂不韋係一個商人。呂不韋咧，佢侍奉嗰個君主咧，個時期嘅 period 就係秦昭王，從昭襄王。昭襄王咧，知唔知做咗幾多年？60幾年。佢做咗60幾年。做到個太子死咗一個，咁再立另外一個啦。另外一個就係後來安國君啦，即係當時叫安國君啦，就係秦異人嘅老豆啦。秦異人嘅老豆咧，點解做幾年又死咗？諗下個昭襄王係做死2個太子咧，陰公，即係佢在位嘅時期，佢2個仔都等唔到啊，即係又死嘅。咁呢個唔係最奇怪，最奇怪咧就係安國君咧繼位咗之後咧，1年就死咗啦。咁秦異人啦，異人又叫子楚。
子楚個名後來改嘅，從佢個名你睇得出個背景嘅。即係話説咧，當時咧阿二人咧就做質子於呢個嘅趙國，大家熟悉個故事啦。咁啊 detail 數唔講啦。做質子於趙國，喺趙國裏邊咧就不得志，因為咧佢又居中啊，即係居中嘅意思就係個安國君咧就好多個老婆，好多個仔，佢係排中間。第二咧，佢阿媽夏姬咧就不受寵喎，佢係葉孫嚟嘅。葉孫係咩意思？非婚生子女。即係佢老豆同埋佢老母咧，係冇結過婚嘅，生出嚟嘅。以前古代好多呢啲嘢嘅，古代基本上咧係有根據漢代2年律令啦，原來咧妹仔咧屋企個妹仔咧，基本上可以搞嘅，係唔需要分身嘅。即係你搞佢咧，你俾錢就得㗎啦。即係佢要告你唔緊要，你賠錢咁可以解決到嘅。即係你強姦佢不自願啊，肯定冇問題啦。不自願都唔緊要，你強姦佢俾錢就可以解決到㗎啦嚇。即係呢個係即係先秦兩漢時期嘅法律啦，係咪？at least西漢啦，東漢我唔知啊嚇，東漢仲未有具體嘅資料去解釋。咁你賠錢係可以解決到嘅原來。咁所以咧佢係葉孫，佢阿媽夏姬又不受寵，所以佢先送去外國做人質啊。咁個呂不韋咧，佢就行去有一日就行去阿二人屋企，噏咗一句嘢，同佢飲酒。佢就話咧：我有辦法可以搞到你發達，有辦法搞到你發達。阿二人咧。就即刻串，二人呢個人好串嘅，又有啲好醒目嗰啲人嘅。佢呂不韋就話咧，要壯大之門，就希望整大你屋企之門，即係搞到你發達啦。屋企嘅門越大越發達噶嘛。阿二人就噏一句嘢，佢話咧：禹先大禹之門，再大我門啦。佢話你搞掂你自己先講啦，係咪啊？即係佢你有錢啫，但係你有錢都富而不貴啊嘛。你要知道富同埋貴係兩樣嘢嚟㗎。富是什麼意思咧？有錢。貴咧係有社會地位，所以你可以理解好多有錢佬啦。以前都中意捐翻個官啊嘛，係咪啊？即係求其整翻個侯寶道啊，着翻件即係大戲服啊，覺得自己有啲社會地位咁樣噶嘛嚇。去到今天都係啦，整翻個人大政協啊即係港事顧問、區事顧問咩都好啦，係嘛？整翻個已經好有錢啦，霍家仲要整個立法會議員啦即係呢啲人咪就咁啦，係嘛？阿寶 baby 嗰啲已經好有錢啦，東亞集團係嘛？仲要整個做咗20年3點不露嘅立法會議員3點不露3點前都唔會見到立法會出現嘅。咁你一睇到呢啲咁嘅環境啦嘛，係嘛？咁所以咧，哇！真係二人咧，呢個人係串，但係佢又有才華喎，亦都有一個用人之道。佢聽到阿呂不韋咁講，有料到喎呢個人，佢話可以幫我整大。佢話你有咩計啊？然後佢就教咗一條計啦。又係嗰個策略啦，即係呢個古代成功人物咧，都係唔係直接揾老細，又係揾女人，揾一個叫做安國君嘅寵妃，叫華陽夫人，大家好熟悉呢個故事。華陽夫人咧係楚國人嚟嘅，咁你聽得出個故事啦。頭先我講個二人，後來改咗名叫咩名啊？子楚，做咗個契仔啊嘛，楚國人的兒子啊嘛，係咪啊？從呢個名你咪睇到啦，佢連即係呢啲人咪有成就咯。即係連名都可以改埋嘅，係咪啊？冇乜所謂嘅，即係咩都可以嘅。你為咗要氹一個女人嘅歡喜就可以噶啦。咁但係咧，呂不韋咧又唔係直接揾華陽夫人，佢又明白個道理咯。我直接揾華陽夫人，華陽夫人未必睬我啊。佢揾華陽夫人個妹先，即係永遠都一層打一層上去嘅。你直接上去咧，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係咪？你直接去 sell proposal 咧，直接去老細度一定唔 work 嘅。一層一層慢慢上嚟，因為點解咧？你直接去 sell 咧，下邊嗰啲人會唔妥你嘅。佢真係搶飯碗啫，係咪？所以一層一層 sell 上去咧，先至能夠解決到。咁所以咧，佢後來做咗契仔，咁個故事大家都熟悉啦。咁我唔詳細講啦。從呂不韋呢個故事裏邊咧，又睇到一樣嘢。呂不韋之所以能夠成功咧，即係佢有眼光不特止，有勇氣。有勇氣咧，亦都睇到啦，即係一個好出名嘅經濟學家 Schumpeter， 中文譯做熊彼得。熊彼得講過咧，佢話咧，做一個成功嘅商人，一定有第一樣嘢，知唔知係咩？有咩特質啊？唔好答我錢啊！吉屎唔夠具體。英文叫做 entrepreneurship， 企業家精神，即係要有冒險精神。咁喺呢度咧，我就要解釋一個問題啦。究竟呂不韋同秦始皇有咩關係？根據《史記》嘅講法咧，佢就係秦始皇嘅老豆嚟。
因為秦始皇啦同咗阿趙姬，即係佢阿媽啦，有咗新人啊。然後咧有一日咧，阿二人咧就同阿呂不韋啊飲酒，然後咧就見到阿趙姬啦行出嚟啦，斟下酒啊，跳下舞啊。佢話呢個女子得喎，趙女係好靚嘅。因為根據戰國史裏邊記載，趙女係靚嘅。趙國大家知道係今天嘅山西省一帶啦，知唔知點解會靚咧？混血兒多，因為北方就匈奴啊嘛，係嘛？佢哋看中混血兒一定係靚啲嘅，呢個合理嘅。即係好多演化生理學嘅人個專家都解釋過，混血兒往往即係混先能夠產生一啲嘢出嚟，係嘛？雞尾酒療法咁又勁啲啦，係嘛？混下往往都有啲嘢嚇，即係就咁飲凍檸茶唔好飲啊嘛，係嘛？你賓林凍檸賓咪得咯，係嘛？呢個就係往往就係咁樣混下混到啲嘢出嚟。咁所以趙國多美女，咁啊趙姬咧，阿二人咧就見到佢好，然後就同阿呂不韋講：喂，送佢俾我啊！根據史記嘅講法，唔係呂不韋主動送佢俾佢嘅喎。後來有啲書嘅講法咧，就話呂不韋主動送俾佢嘅，奇貨可居啊嘛，大家記得啦，係咪？咁啊呢個故事就係主動送，但係史記唔係咁講嘅，史記係話二人係想立咗佢。咁啊呂不韋 EQ 高忍，我心諗已經為你散盡家財啦，唔爭在條女，照送，唔爭在埋自己嘅仔，照送。咁啊即係反正你知以前有錢佬都有幾廿個仔㗎啦，同埋呢幾廿個仔好閒，而家啲有錢佬都有幾廿個仔啦，唔好話以前啦。喂，講起仔女多啦，劉備咧。佢咪成日話自己係邊一個王之後有冇印象？係讀三國。中山靖王就漢景帝個仔，漢景帝個仔叫中山靖王。中山靖王根據歷史記載，佢有仔108人，未計女喎。我懷疑有200個，即係照計1/2機會生仔生女啫。咁應該有200個咧，係咪？一個人如果有200個，係好恐怖嘅，因為一兩代後可能會亂倫都唔知啊，自己都即係自己啲堂兄弟姊妹自己搞唔掂啊，自己都不如唔好理佢。呢個題外話嚟。咁啊，成件事咧就翻去嗰度啦。咁究竟係唔係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史記專家，即係我前輩黃立群教授。佢就話唔係，因為點解？第一，佢話咧，如果佢係秦始皇嘅老豆，佢係一個好大嘅疑點，就係因為當時係冇得照超聲波嘅，就唔知道佢係仔定女，所以送俾佢咧係冇把握嘅。我就話阿黃教授咧就係一個學者，我就係一個商人。商人要明白一樣嘢，如果一盤生意佢有1/3機會贏，做商人嘅係會去搏嘅。有1/3啦，第一就係生仔，第二係生女，第三係小產，係咪？即係當然仲有少少機會開圍式嘅，係咪？龍鳳胎咁你話去唔何啦，係咪啊？咁但係咧，我從咧 entrepreneurship 啊企業家精神嘅角度，我認為呂不韋係秦始皇嘅老豆嘅機會係不細嘅。係不細，咁啊，黃教授呢個講法咧，未必能夠體察到商人嗰種投機精神。呂不韋本身就係一個投機者嚟啦。如果唔係，佢點解散盡家財揾二人啊？喂，二人係安國君20幾個仔裏邊唔係太起眼嘅仔，中子啊嘛，係咪啊？其實本身已經係冒險精神嚟啦。佢20幾分之一嘅機會啫喎。咁而家再搏1/3，我20幾分之一都搏過到一關啦。大家賭個錢都知啦，20幾倍都賠到，而家3個搏1個都唔搏，冇理由唔穿埋多一關啩？冧3關係咁冧噶啦，係咪？推多2鋪牌即刻到啦，係咪？呢個即係佢冇肯定啊！黃教授冇去過澳門玩百家樂我哋呢啲有啲經驗嘅唔同咁諗啊嘛。所以咧，從呢個角度，我覺得呢個係符合呂不韋嘅性格嘅，即係安插自己嘅老婆有新人喺二人身邊係有嘅。咁就算有冇都唔重要啦。咁而事實上咧，秦始皇後來即係太子正啦嚇，後來呢個翻秦國之後咧，更重要嘅一件事就係呢個嘅呂不韋啦，同朱姬啊，又叫趙姬啦，因為佢姓朱，但係佢係趙國人啊嘛，即係總之係佢阿媽啦嚇，又有染，繼續搞。咁繼續搞呢件事嚟睇咧，佢都好大機會係佢老豆嚟啩，即係睇得出，即係佢哋嗰個關係咧係即係有感情嘅，剪不斷理還亂嘅。因為如果冇感情咧，朱姬照計都即係可以好多人揾啦，未必一定揾佢啊。但係呂不韋又驚啊，因為太子正都大啦嘛，即係大啊實會知㗎。佢諗咗個方法，你一個女人咁淫賤，佢成日要揾呂不韋，但係呂不韋又唔得閒，同埋唔想惹禍上身，有乜辦法啊？就揾人頂啦，揾人頂呢個係永遠不二嘅法門嚟。
揾人頂唔可以揾普通人，因為佢同佢有感情，識於美時啊嘛。朱基同埋阿呂不韋，佢又揾啲能人所不能嘅人。嗰個人就係大家好熟悉，叫做魯外。魯外呢個人係一個點樣嘅人嚟咧？佢唔係一個太監嚟嘅。史記原埋咁講嘅，始皇日壯，越嚟越大啦。太后淫不止，太后咧仍然好淫亂，晚晚都喜愛夜蒲。呂不韋恐禍及己，擔心舐嘢喎。嗱，呢個好重要呢句啦。乃私求，然後私字咧就揾一個大陰人魯外為舍人。魯外有一個花名叫大陰人，即係大家想象到佢係一個咩人嚟？大陰人，陰係陰陽嘅陰啊。OK， 即係佢某啲地方好大嘅人，即係從呢個句子，即係有過人之處，有過人之長。呢個唔最重要，最重要咧，一個人有才華，但係一定要有人知啊嘛。即係好似我咁啊，我覺得自己有某方面嘅才華，我會掟啲片上 YouTube， 即係俾人識啊，係咪啊？或者我喺報紙寫專欄俾人識啊。如果你唱歌叻嘅，你要可以喺彌敦道唱下歌啊，天星碼頭唱下歌，等人哋聽下，可能有啲星探發掘嚟啦。呂不韋了解到呢個方法，要揾星探。但係古代咧又冇乜星探，古代有咩辦法可以做到輿論咧？喺街度做啲驚人嘅壯舉得，好原始呢個方法。當年商鞅就徙牧立信啦，如今魯外又做咗一件事。呢件事咧，我要背個原文啊。使魯外啊，以其陰關同卵而行。陰關同卵而行嘅咩意思？陰關就係性器官，同卵咧，卵係一架車嘅轆。同卵就係用佢嘅陰莖拖行一架車行走，即係下個禮拜阿潘樹仁山會嚟講，我會嘗試從氣功嘅角度嚟請教下佢呢件事係咪可能嘅？如果唔係做個氣功咧，佢係冇可能利用佢嘅性器官能夠令架車係移動嘅。當然我哋冇辦法知道架車係幾大啦，可能你細路仔嗰啲玩具嗰啲，但係嗰啲又 make 唔到 noise 啊嘛，冇呢個嘅即係。呢個咩啊？輿論嘅轟動啊嘛，應該係大車嚟嘅。如果唔係輿論係不轟動嘅。然後太后聞之喎，太后聽過呢個啦，以餡太后啊，滿足啊太后。咁所以魯外呢件事情咧，就係又説明咗一個問題。魯外本來就發咗達㗎啦，因為呢件事。不過魯外人第一個失敗就係唔識得退，第二個失敗就不知道捉。呂不韋同魯外最後死得好慘，就係佢唔明白到。你係咁上下嘅時候，你應該要收手㗎啦嘛，係咪啊？所以我哋買股票都係啦，永遠朝頭早我睇股票嗰啲節目咧，嗰啲 CI 打嚟咧，幾時放啊？知道我發咗達啦，係咪啊？走啦！你賺咗10%，你仲唔走？係咪？有啲人蝕咗好多，心都溝淡佢啊！走啦，係咪啊？溝咩淡咧？換咗第二隻股咪仲好過咯。你唔好以為永遠都要入落去，就係嗰隻，啲錢都係你㗎嘛。你買個第二隻一樣都係你㗎嘛。係咪啊？唔係咁啊！你心理上覺得溝淡咗我好正喎，而家平均價低咗好多喎，但係你蝕咗好多，即係呢啲係錯誤嘅。呂不韋同魯外就係咁樣死。魯外你作為一個呢啲叫做咩啊？透過女人發達嘅，自己冇乜個人之處，除咗嗰方面之外，即係起碼唔係治國啊，唔係打仗勁啊，係咪啊？唔係劍術啊，唔係即係古靈精怪天文地理勁啊！你透過床上功夫啊，呢個遲啲可以揾阿柳 Sir 講講。柳 Sir 呢方面有研究，即係嗰個馬王堆咧就出土咗一系列嘅房中術嘅典籍嘅。阿柳 Sir 係有研究，從學術上有研究過嘅。遲啲有機會請佢講。係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魯外咧佢就貪心，即係人咧唔知足就好大件事。佢就希望咧取而代之，因為佢同阿太后生咗啲仔女，咁啊希望咧殺咗阿秦始皇然後咧就取而代之。即係第一你係一個外姓人，第二即係佢又冇諗過個問題喎。其實秦朝嘅貴族係唔會聽佢講喎，秦朝嘅軍隊係唔會聽佢講，嗰啲秦人嚟噶嘛，你外人嚟喎，係嘛？即係佢呢啲完全諗嘢係唔周詳嘅。即係所以咧，如果佢淨係靠女人嘅玩夠咪算咯，係咪？即係佢死咗之後。你已經生前攞10幾廿億啦，你唔好再打官司爭埋幾百億啦，大佬你有10幾廿億，你即靠掘窿嘅啫喎，係嘛？阿陳生，即係靠掘窿掘得10幾廿億出嚟，你仲想點咧？你仲要打官司立埋你幾百億，最後而家咪嘔突，
不特止仲要身敗名裂，行出街咪俾人恥笑啦，成個朗拿度咁嘅樣，你想點咧？係咪？即係呢啲真係風雲人物有兩種啦，一種就係、即係頭先我講啊司馬遷筆下咧嗰種，就算你係失敗，蘇秦係失敗嘅最後，即係死嘅，係咪啊？即係韓信最後都係死嘅，但係起碼咧你風光過啊嘛，係嘛？但係咧阿老外呢啲人咧，你個風光唔係嚟自你自己能力。而你又唔識得退，你做翻一個即係靠女人就靠女人啦，唔好搞咁多嘢啦。最後佢竟然取而代之，你當秦始皇係劉嘅咩？千古一帝喎，咁啊，梗係先發制人啦，搞掂咗佢兩個啦，搞掂埋啲。後來呢件事咧，就秦始皇睇出佢心狠手辣，佢阿媽生咗兩個仔，嚴格嚟講係佢細佬啦，係咪啊？都算係同母異父啦。即係秦始皇係完全係唔需要講人情啊，殺啊！即係呢啲係唔留得噶嘛，孽種嚟噶嘛，俾人恥笑噶嘛，照殺。即係成功嘅人一定係有呢啲心狠手辣先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就解決唔到嘅。尤其是喺古代，即係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呂不韋亦都因為咁樣而死，即係受事牽連。幾年之後咧，本來呂不韋都冇事嘅，即係佢俾人被貶啫。即係呂不韋呢個人又唔知道退咗休，你唔好搞咁多嘢啦。退咗休之後咧，因為佢本來食客3000噶嘛，咁咧結果咧每一個國家啲人咧都仰慕啊呂不韋喎，你探佢喎。即係每一個國家出事嗰啲使者啊，嚟親秦嗰個探佢，嗰啲人肯定係想害佢嘅，都明知佢失咗勢仲探佢。呂不韋即係啲老人家覺得好開心啊，退咗休都好多人嚟探我啊，結果自己又搞到好大啊，搞到繼續食下3000，最後秦始皇梗係唔妥你啦，賜佢毒酒係嘛，因為飲毒酒而死。咁所以個故事係咁樣完結。所以我係從呢啲故事裏邊睇到咧，即係一個風雲人物，即係有咩要點咧？第一，一定要能忍人不能忍。無故加之而不勞，一定要有啲咁嘅條件先得。第二，一定係要咩？你個忍耐力一定要去到最後，因為往往勝負咧就唔係睇你早年嘅，所以少年不自大不幸，係睇你最後嘅嗰幾場仗決勝負嘅，係咪？項羽一生人打仗幾乎未輸過，就係最後輸一場，咁啊輸啦。即係小將嗰啲唔計數嗰啲派僆打啦，佢自己領兵幾乎未輸過嘅，就係最後一場仗先輸俾韓信。就係一場嘅關鍵啊嘛，係咪啊？即係你能忍不能忍，你先能夠可以解決到。如果當年雙十會談呢個蔣介石同埋毛澤東，即係蔣介石就覺得自己一定打贏啊嘛，你忍一忍啦，係咪？咪俾佢東北玩幾年，即係俾佢試下嗰啲，你搞你社會主義啊！東北過幾年佢自己大躍進自己死啦，係咪？做乜仲要同佢打咧？你等多幾年佢自己大躍進啦，係咪？你鼓勵下佢，喂，多塊好散喎，為咗努力啲喎，即係佢自己搞死噶啦嘛，你唔需要同佢打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人係天生出嚟，佢最後會死噶嘛，即係佢嗰啲基因係必死噶嘛，係咪啊？所以即係而家時政都好多呢啲嘢啦嚇，大家可以想像到啦。咁所以你從呢啲睇到嗰個忍到最後嗰個重要性喺邊度？但係你要做失敗人物就好容易，做失敗人物只有兩個條件嘅啫。第一，即係未計嗰啲從來未成功過嗰啲啦嚇，即係我講成功過最後失敗嗰啲嚇，從來未成功過嗰啲可以另外開一個課題嘅嚇，即係專講史記嘅失敗人物嚇，唔係風雲人物。即係成功過最後失敗嗰啲都係有兩個條件。第一，就係不知道自己要退嘅時候，每個人都有一個位嘅，每個人都有風光嘅時候。風光過後咧，唔可以懷緬風光。但係太多人係懷緬風光，歌仔都有得唱啦，懷緬過去常陶醉。但係咁樣會累死你嘅。人淨係諗住舊時，佢唔明舊時應該要沖落廁所噶啦，係唔可以再保留噶啦，係咪？好多人啦，即係我有時都懷念舊時，我睇一睇自己10幾年前嘅相，我10幾年前條腰仲係28噶喎，我開始好唏噓啊，係咪啊？好多人都係咁樣噶嘛，好多人結咗婚之後老夫老妻就好懷念個老婆以前，個老婆身材好好喎，係咪？而家真係貌美如花喎，而家望一望。好唏噓啦，係嘛？仲要報警啊！我老婆唔見咗啲嘢，唔見咗條腰，唔知佢報警好定唔報警好？跟住夢見如花。係咯，即係呢個係好唏噓噶嘛！好多男人去到某咁上一年紀就懷緬，我曾經都好多頭髮嘅。那些年。係啊，好那些年，但係呢一啲咁嘅基因咧，係會令到你失敗嘅基因嚟。人係應該要向前看。我唔係話唔要回顧歷史喎，唔係民建聯嗰啲向前看喎，即係要向前看，但係咧係可以諗以前，但係唔可以陶醉喺以前嗰個風光嗰度。你要明白人嘅失敗就係因為你陶醉，而嗰種
懷緬咧，係會最後令到你嗰種依戀喺度，依戀你嘅權力，但係形勢已經不如我啊嘛，係嘛？即係你仲依戀權力嘅時候咧，你就會必死無疑。形勢係好重要嘅，咁所以餘下咧，我哋要講形勢。漢敗劉成，項羽之所以失敗，劉邦之所以成功，除咗個人因素，個人因素梗係有啦。但係頭先我解釋過啦，好多我懷疑係劉邦筆下嘅史官誣衊項羽嘅。其中頭先我講咗最具體嘅例證就係火燒阿房宮啦。至於佢有冇坑殺秦兵嗰啲咧，其實都冇人知嘅。而家係即係一家之言嚟嘅啫，係官史嚟嘅。官史呢啲信唔過啦，係咪啊？大家想像到啦，係咪啊？即係官史絕對信唔過啦。通常嗰野史砌砌埋埋仲可信過啲官史啲。係官史信嘅，官史大多都不能信，因為佢係一家，即係我哋做歷史學嗰啲咧，就要考證多家，睇下邊一家係比較合理，符合個歷史環境。但係如果得一家咧，係做史學裏邊有一個講法叫孤證不立，得一條資料係好難説明嘅。即係喺今天已經，即係如果有讀中國近代史，已經知道官史係不能盡信嘅，係咪啊？即係大公無私的執政集團嗰啲嚇，嗰啲可以忘記，可以忘記。但係可以翻嚟《史記》先。喺項羽失敗咧，我先撇開個人因素，因為我哋冇人知。最重要嘅因素係潮流。孫中山先生100年前講過，民主浩浩蕩蕩啊嘛，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每一個時代都有啲潮流。你任何人咧去逆潮流者咧係必敗嘅。袁世凱大權掌握啦，做咗一件事啫嘛，係咪啊？跟住氹到個美國佬，個美國嘅著名嘅哲學家幫佢寫下嘢，即係話中國適合帝制喎，即刻身敗名裂啊！嗰個人翻到去俾杜威丙到爆啦！唔識嘅老師大家知道啦，係咪啊？嗰個叫咩名？我成日諗唔起，點幫袁世凱寫古德龍古德龍係古德龍幫佢丙到爆啦！咁呢個係其一，其二即係好多歷史上都有啲潮流，我哋唔能夠違反。即係今天咧，人權、自由、民主一定係潮流。即係卡達菲係嘛？大家知道佢下場啦。穆巴拉克知道我下場啦。跟住有啲人就話唔係喎，有邊個仲喺度喎？一句講晒啦，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嘅，係嘛？放長雙眼，大家睇下，等多10年、20年，即係今天笑得好開心嗰啲他朝君體也相同所以即係我哋歷史係有啲潮流。當時候咧，中國喺2000年前，即係戰國晚年啦，佢係一個潮流，就係大家打仗打咗數百年，都覺得應該係時候要停。咁唔打仗唯一嘅方法係咩？就係要統一。喺當時嘅歷史形勢係咁樣啦，因為分封咧，即係呢個分封制度係一個好得意嘅制度。分封制度咧，有好多學生我唔明，我一句講晒嘅，一代親，兩代表，三代嘴藐藐，呢個就叫分封制度啦，係咪啊？即係有啲教中史搞好耐都講唔明咩叫封建嘅弊處，我一句搞掂咗，當然你唔可以寫落去啦，係咪啊？趙善天若咁你唔能夠寫呢啲啦，咁呢啲當然係不合格啦嚇。但係從呢個角度嚟講必打嘅，咁所以咧，即係睇到佢周朝幾乎即係西周中後以後咧，幾乎都係處於戰爭。即係小規模啦，東周開始大規模戰爭啦。戰國嘅時候係即係動輒數十萬人噶嘛，長平之戰慳殺數十萬人噶嘛，邯鄲之戰40幾萬人噶嘛，係咪啊？即係呢啲咧係當時嘅歷史潮流，就係要結束封建制度，呢個係唯一嘅出路。項羽係不知進退，繼續懷緬喺，因為佢自己嘅家庭背景啊，因為佢自己大家知道係所謂封將嚟噶嘛。係嘛？楚國嘅分封將領嚟噶嘛？佢仲係覺得封建制度有幾好，即係嘗試要建立一套大公無私嘅執政分封集團，但係事實上係唔可能嘅。咁所以咧，佢之所以失敗，不在於個人因素咁簡單，更在於違反歷史潮流。咁所以歷史潮流係幾可怕。但係問題咩叫做歷史潮流咧？到底何為歷史潮流？歷史潮流有兩種，一種係客觀嘅歷史潮流。一種係主觀人為推動嘅歷史潮流，項羽違反嘅就係環境客觀嘅歷史潮流，即係人民嘅訴求，係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嘛。人民嘅民心背向啊嘛。咁但係有啲潮流可以製造出嚟嘅，即係睇文化大革命你睇到啦。有另外一個潮流咧，一做咗2000年，呢個叫做大一統思想。中國喺2000年前行大一統制度就係嚟自秦始皇千古一帝啊！但係幾乎呢個制度都係一個
即係曇花一現嘅啫。如果唔係漢朝繼續，佢基本都唔會再維持落去啦。起碼喺嗰個時刻，咁所以漢朝先係奠基者，秦朝係草創者。我哋咁理解，漢朝咧，漢武帝先係真正嘅奠基者，因為漢武帝漢興70餘年，即係史記嘅講法啦。其實呢個封建制度仲係存在，大家知道係一開始封咗好多異姓王啦，但係嗰啲後來即係俾呂后剁晒㗎啦，幾乎都得剩一兩個啫。後來大家白馬之盟裏邊啊，非劉姓者為王，天下人共擊之嘛，係嘛？呢個咁嘅規矩咧，係呂后好快打破啊，但係咧幾乎呂后打破咗之後咧，係漢朝即係平定呂后之亂之後咧，都係冇異姓為王嘅，係得一個例外嘅，知唔知邊個？漢朝係得一個異姓王嘅，漢代數百年係得一個，就係魏王曹操啊嘛，即係要去到最後啊，魏王曹操啊，即係數百年後，即係證明到呢樣嘢都 work 嘅喎，即係傾下偈都即係有得計㗎嚇，即係發下誓都有啲用啊。咁啊，唔係當食生菜，但漢武帝之所以犀利就係佢進行咗大一統嘅政策。大一統政策到底適唔適合中國？即係我哋餘下嘅時間，我就要檢討呢個問題。史記風雲人物最風雲嘅人物，肯定係漢武帝。因為點解？司馬遷呢本書主要係寫俾漢武帝睇嘅，亦都係主要鬧漢武帝嘅。咁所以漢武帝係司馬遷成個結構裏邊啦，史記成個結構裏係最具爭議。當然啦，喺今天咧，漢武帝本紀咧有一大半都唔係司馬遷寫，因為司馬遷嗰陣時已經死咗噶啦，係後人即係續寫。咁究竟到底有咩人好多個版本？咁唔係版本學嘅專家。咁但係我認為版本學嘅專家就得個噏字嘅啫，因為佢睇到嘅資料都好有限啫，我覺得，所以我都費事講版本學。咁啊，所以漢武帝咧就做咗好多事情。咁我解釋下佢做咗幾件咧對中國有好大影響嘅事情。第一件咧就係經濟上面，佢做咗一樣嘢叫做咩啊？大家知唔知道啊？所以漢武帝經濟政策咧就係將所有嘢收歸國有。所有嘢收歸國有咧，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就係國家會好有錢嚇，國家好有錢啦。即係嚴格嚟講係間接稅好重，間接稅好重。但係咧個唔好處就係幾乎咧商業啊係不能夠正常地運作，因為咧當所有商人都冇辦法，所有國家官員咧控制咗經濟之後咧，商人要做生意，佢只係得一個辦法。知唔知係咩辦法？勾結官員就係要同官員有偈傾，拍膊頭，形成咗龐大嘅官商勾結利益集團，係由漢朝開始，到今天都不止。呢個傳統咧，內容咧喺9月嘅10幾號咧有一場嘅講學，個題目就係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嘅現代意義，鹽鐵論導讀都係我本人講嘅，我會詳細講呢個 topics。而家係即係賣個關子先，咁我唔講內容啦。第二咧，漢武帝咧佢開疆拓土啊，大家知道啦，係咪？將中國擴展版圖，因為當時中國嘅版圖幾乎好細嘅啫，係去到南方楚國幾乎都冇噶啦。因為有一個人叫賈誼啊，大家知道啦嚇，賈誼同屈原好 friend 啊，即係思想感通啊，所以佢哋傳都擺喺同一個傳裏邊。雖然爭咗幾廿年啦嚇，但佢傳都係同一個傳嚟。佢被貶官啊去楚國，去楚國啊即死噶啦，幾年之後死噶，因為楚國當時即係今天湖北一帶、湖南湖北一帶都係有沼氣啊嘛，係嘛？有瘴氣啊嘛，有鱷魚啊嘛，好恐怖啊嚇！南方有大笨象啊啲嚇，即係再南啲廣州都有大笨象嘅嗰個年代，真係唔係講笑。咁所以去到好快死，咁啊漢武帝做咗幾樣嘢，咁但係我必須要解釋一件事，如果嗰個樣嘢係唔合理，根據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佢提出一個理論，黃仁宇魏汪美國嘅一個好出名嘅華人嘅歷史學家，過咗身幾年啦咁樣啦，咁啊佢講咗一個理論好出名叫長期合理性理論。咩叫長期合理性理論呢？佢認為如果一個制度、一個文化現象係不合理嘅話咧，或者可以咁講啦，係不合理多過合理嘅話咧，佢係唔會存在好耐嘅啫。佢會存在好短時間就會破滅嘅，係咪？呢個黑格爾都有講啊嘛，存在即合理啊嘛。佢一定有合理性，係大過不合理性，佢先會理論上存在噶嘛。咁所以黃仁宇個解釋就話咧，中國嘅帝制合理喎。咁我試下再補充下黃仁宇嘅講法，係合理嘅。點解？因為係農業社會。中國係一個農業社會咧，農業最怕係咩？就係流動。
乜嘢會令到社會流動啊？商業，商業嘅出現咧就會破壞咗整個農業嘅倫理。咁所以咧，以前古人咧係反對咧商人士農工商，商係排序門，因為商人咧要出去做生意，周圍 trade 噶嘛，周圍 trade 就要離鄉別井啦，違反孝道咯。違反孝道講好似倫理學嘅，其實唔係嘅，實用學嚟嘅。因為以前係小農經濟，精耕細作，你出咗去，你老豆咪冇人幫手耕田咯。所以以前啲人點解要生咁多仔啊？想人幫手耕田有實用性噶嘛。即係我同阿劉貴標兄就唔同啦，佢梗係講好多倫理啊，我哋講好實用。啲人生仔講咩孝道？孝道係為咗經濟學。即係我係從呢個角度嚟展述呢個歷史問題。即係呢個係，而事實上有好多典籍記載，啲人都係咁講噶嘛。係咪啊？唔係我噏噶嘛，係嗰個時代啲人係咁樣反應噶嘛。生多啲仔出嚟為咗勞動力增加，而小農經濟係需要大量勞動力，而商業係有違啦小農經濟嘅成本效益。所以中國2000年嚟限嘅係重農抑商同埋大一統，就係防止呢個嘅農業崩潰，防止農業崩潰。但係你要明白到大一統同埋咧重農抑商係兩兄弟嚟。只要個社會係崩潰咗，即係嗰個重農抑商政策崩潰咗，商業主導咧，仲有冇需要大一統？商業主導嘅社會係冇需要大一統嘅，因為點解咧？只要呢個係常識嚟，經濟學理論嚟，競爭先至會有進步噶嘛，係咪啊？如果大一統咪真係冇競爭啦，理論上即係國與國之間係唔需要競爭啦。國與國之間唔需要競爭嘅時間，係唔會有重大嘅商業發明嘅，亦都唔會有重大嘅商業投資出現嘅。咁所以咧，中國歷史上經濟最蓬勃嘅年代，一定係國家四分五裂嘅年代，春秋戰國嘅戰國時期咯。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要去到咩？唐代咯，安史之亂以後啦，係咪啊？即係話即係安史之亂前後啦。簡單嚟講，即係安史之亂前後，即係煙花三月下揚州，揚州嗰陣時。即係唔係講笑喎？揚州嗰陣時啊，即係可以俾人玩10年都未玩完，10年一覺揚州夢，贏得清流薄幸名，一個蒲嘅地方可以蒲10年，你諗下幾恐怖？係多嘢玩到，係咪啊？即係照計我蒲2年揚州，我去2年杭州啦，係咪啊？佢唔係喎，可以蒲足10年咯。從呢個角度嚟講，你真係個城市化係幾恐怖嘅事情嚟。咁啊，第三個中國商業發展最犀利嘅時期就係南宋啦。南宋就為咗要即係北方斷路啊嘛，冇辦法喺北方貿易，咁啊農業又冇咗啦，因為最大嘅即係農田都係華北田野啊嘛，華北田野已經係金人之手啦，係嘛？華南地區都係梯田種唔到好多嘢啊嘛，咁佢唯有咩？外貿咯，所以呢個刺桐啊，即係沿海一帶啊，刺桐啊一地方嚟，即係嗰啲經濟發展都好犀利，泉州啊、廣州啊嗰陣時興起啊嘛，明朝晚年啦。4分5裂啦，裏邊打仗打得七彩啦，係嘛？但係經濟好發達喎，嗰陣時嗰啲咩外來商人嗰啲嚟晒中國啊做生意啊，係嘛？啲白銀流入嚟喎，嚇，所以越亂咧就越發達，即係從經濟角度，所以從商業社會係冇必要大一統嘅。所以你留意到嗰個社會趨勢，點解中國嘅大一統政策能夠維持2000年之久而不衰？係因為中國2000年嚟都係以農業社會為主，但係當農業社會一崩潰咧，或者一轉型啦，我哋叫做成為商業主導嘅社會咧，大一統就會不利於商業發展。除咗競爭之外，官吏大一統底下官吏嘅權力梗係大啦。大家大一統必須要中央集權先維繫到。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各有各意志。即係如果尊重民意，就會變成咩？民族自決啊嘛，聯省自治啊嘛。聯省自治1917年毛澤東提出嚟啊。呢個有機會再講。我今個禮拜6有一場嘅民主講座，喺呢個嘅深水埗人民哲學會嘅會址，我唔記得幾點啊，其實佢個名人民學會會址。咁我就會講咧中國模式鄧小平時代讀後，鄧小平時代一本書嚟㗎，大家知道啦。最近商務買得好 hit 嘅，我就會講一講。咁呢啲留翻嗰日講啦，而家都係繼續賣廣告先。咁啊賣完廣告啦，翻嚟。咁隨住呢個商業嘅興起咧，就應該會尊重個別民意，因為商業有一個前提，大家知唔知係咩前提？如果冇嗰樣嘢就做唔到商業嘅，私有產權。私有產權咧就必須要尊重個體。所以咧，現代社會點解係自由民主博愛咧出現咧？就係因為有私有產權呢樣概念出現，所以啲人先會尊重個體。尊重個體就變成咗人權，人權實踐就又變咗民主。所以喺現代點解民主喺近代社會先出現，而唔係2000年前希臘
嗰個民主出現咧，就繼續維持2000年啦。中古大家知道係黑暗時期啦，係咪啊？係專權嘅年代啦。中古係去到近代先出現所謂嘅西方民主啦。正係因為私有產權嘅興起，先出現西方民主制度。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大一統再適唔適合今天嘅任何商業社會咧，係值得反思嘅。我認為係值得反思嘅。當然啦，我唔係話叫你即係4分5裂打仗啦，有好多形式嘅，好多形式嘅，即係可以用聯盟嘅形式啦，係咪啊？state 聯邦嘅形式啦，即係好多形式嘅，可以開放討論啊，唔係分裂國家，可以開放討論。我認為係咁啊，仲有好多嶄新嘅形式嘅，或者咩分散執行嘅大一統嗰啲。而家中國打一統佢商業發達啦，經濟發達啦，可以名義一統，實際自治，即係可以有好多方法，就係、毛澤東講嘅聯省自治運動，亦都係其實唔係毛澤東講，係梁啟超講嘅。毛澤東係附和嘅啫，咁啊梁啟超首唱呢個聯省自治運動咁但係有機會即係留翻禮拜六嗰個近代史風雲嘅時候，我哋再講。係啊，今個禮拜六。咁啊，有機會打風喎，點啊？我就唔記得咗，所以上網睇下幾點鐘啦。有機會打風喎，星期六。係啊，如果打風就擇日再重賽啦咁啊，而家剩翻15分鐘時間，咁啊，即係我以呢句作為總結：史記風雲人物係好值得我哋咧，即係重新去審思。能人所不能者，無故加之而不勞，就係值得我哋去諗。我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知，我做唔到。無故加之而不勞。無故加之而不勞，我做唔到。即係聖人先做到，但係咧，即係我哋要取法乎上，唔可以取法乎下，係咪啊？做唔到，雖不中，亦不遠，係嘛？即係我做唔到啊！聖經講話俾人打完左邊打右邊，我做唔到。但係起碼俾人打完左邊，我唔識得打翻去，我都覺得自己唔錯。我估我做唔到，我估陳日君都做唔到，唔信你試下。即係你試下揾陳日君一巴打啊，願主與你同在。你睇下佢會擰埋右邊，也與你心靈同在啊！嚟啦，唔會。但係我哋咧個目標會定高啲，所以咧呢個就係我讀史記讀通史記啦，即係唔可以話讀通啦，讀咗少少史記，即係懂咗少少，咁啊得出嚟嘅一個結論係嘛？你有才能咧，永遠係排第2、第3。一個人成唔成功咧，係睇你個人嘅內在忍耐力。第二就睇你嘅時運。時運咧，我唔相信風水嘅，我認為時運係同你性格有關，性格決定命運。點解人哋俾機會你唔俾機會邊個？係因為你有啲性格特質吸引到人哋俾機會你。你成日龜縮喺屋企嘅，你梗係冇時運啦。你出去蒲多啲嘅，你咪有時運咯，係嘛？你見到人哋串串貢嘅，嘴藐藐嘅，咁你冇時運啦，係嘛？成日摁腳有性嘅，你見工都唔請你啦，同唔同意先？所以咧，我認為咧，即係我命由我不由天，除非天災人禍啦。正常嚟講，呢句嘢係能夠成立嘅，亦都係我睇史記睇出嚟，一切都係源於自己嘅手，喺自己嘅心嘅。咁啊，即係餘下就係一個討論時間。我今日嘅討論去到呢度啦，交俾阿劉 Sir。好，咁啊，哇！條錢咧就俾咗我哋好多新嘅 idea 啊，即係咁啊，睇下各位各位朋友咧有咩發問或者係想討論嘅。講翻，好啊，你繼續補充下。你提我啲歷史啊，因為我健忘嘅。我唔記得咗添死啊！哎呀，我盡量記得講啦。係啦，盡量先啦，我哋下次慢慢再傾。我記得講啦。好，你講，我俾3個。個。三國主義。好啊。《三國演義》咧。俾你講3秒先，3秒咯，3秒。《三國演義》咧係由三國志加埋漢晉春秋加埋寫成嘅。係，咁點啊？所以咧，有人話咧，有90幾都係正史嚟嘅。呢個人係肯定有冇讀過3個字嘅。咩？未聽先。但係時間已經夠。三個字有人睇啊！三個字有人睇㗎，我俾你㗎。好，下一位係請講。我想問咧，咁忍，但係有啲人唔係好似即係佢即使係忍到啦，但係有時佢自己都係一樣，會唔會忍過火嗱，即係好似越王。我認為忍咧有2種，一種咧係懦夫的忍，係嘛？即係懦夫的忍咩意思咧？即係阿 Q 嗰啲啦，求其啦，自己內心覺得好過啲咪算咯。內心話第時會報仇嗰啲就係嗰啲係低能嘅忍。高能嘅忍咧，就係我今日忍你，我哋要計算下，我呢個係咩成本嚟？我忍咗你係有咩成本？而呢個成本係值得我付出嘅，因為我忍咗呢一單嘢之後咧，我有第2個機會可以發展。呢啲先叫真正嘅謀算，真正嘅忍。所以人係不能冇謀算嘅，我哋唔能夠謀算人，
但係亦都唔能夠俾人謀算，但係至少要謀算自己。就係呢個係我最基本嘅睇法，所以唔係咪都人無故加之不老，即係無啦啦俾人吐啖痰，即係你又唔嬲咁唔通啊嘛，係咪？但係嗰個人如果佢俾機會你吐啖痰，你咪都可以揦下鞋底都可以嘅。但係我就係想講，如果好似嗰個越王嗰個咁，其實佢究竟係忍過龍而變咗做後來，跟住當佢得到勢時候就瘋瘋癲癲嘅。梗唔係啦。其實我覺得咧，忍呢樣嘢就好難講嘅。因為點解咧？第一，即係忍唔一定成功，你要明白到呢個道理。但係唔忍咧，佢9成失敗喎喺呢個時候。咁所以啊，你呢個唔係一個謀算咯，即係你發覺個成本咧，你忍咧係合理過唔忍嘅喎，因為你唔忍你多數死啊嘛。咁所以你個情況就係忍，但係人係會變質嘅。點解越王係搞後來變咗第二個人咧？點解韓信最初能夠忍，後來唔能夠忍咧？即係戒急用忍啊嘛。係咪？你人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你風光嘅時候咧，即係我曾經揾咗好多錢嘅時候，我都開始即係囂張嘅，係有啲咁嘅時候嘅。人係會有囂張嘅時候，但係你要識得提自己，要識得提自己啊！男人一揾到錢就出去滾㗎嘛，即係當然啦，即係唔係我講我自己啦嚇，即係我講我唔係講我自己，我唔係講我自己，我講理論上男人有錢係會滾，其實冇錢嘅男人都會去滾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你要提自己啊嘛，係咯，即係揾到錢滾嗰個叫做咩啊？嗰個資源係比較多啲，所以滾嘅機率比較多啲啫。但係你要提自己，仲有一個人等緊你啊嘛，係咪啊？雖然佢已經唔係以前嘅佢啦，但係你都仲要想辦法，所以你盡量要催眠自己。所以成功學咧，其中有一個成功學啦，其中一個概念就要自我催眠。你要植一啲 message 喺自己腦裏邊，話俾自己知你唔應該變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好愛老婆啦，你就所有嘅電話啊、銀包全部貼晒佢上。你一去滾嘅時候，諗住攞電話出嚟打電話，老婆嚟喎。咁你即刻諗完啦，立馬諗到銀包裏面俾錢嘅時候，睇睇老婆喺裏邊喎，又完啦嘛。催眠係好重要，所以不斷催眠。所以自信心係點嚟咧？我教啲學生練 oral 啦。出到去考試就係驚啊、窒啊、流口啊、打辯論都係咁啊。唯一嘅辦法就要對住鏡去不斷自己 practice。你見工都係對住鏡，你不斷講一次唔夠自信，講100次你就唔夠自信。呢啲咪自我催眠咯。即係當然，如果你講1萬次就自戀啦。即係講到自己覺得夠就去咯，就係咁啊。好，咁樣講翻歷史啊嘛。係啦，一人買一條啊！一人買一條，俾啲觀眾，你都有講下。一人買一條咩問題？一落堂聽啫嘛，係啊，或者俾啲即係係啦，其他嘅觀眾聽眾有冇啲問題？唔一定問嘅，你自己發表你嘅睇法都得嘅。後邊女士先啦 ，Lady First。司馬遷咧，咁佢講嗰啲事情咧都講得好詳盡㗎嘛。咁佢但係有咩方法佢係可以知道即係講事？ 3-4種來源。第一就係透過以前嘅書去寫官方文件。不過咧，我讀歷史讀咗咁多年咧，我得出咗個結論。點解嗰啲人喺房裏邊講嘢，啲人都知嘅咧？即係個史官都知嘅咧？呢個係第二個重要材料，就係自己想像嘅。所以史書想像成分水分咧，我嘅推論咧，即係點都有10之5、6噶啦，點都有10之5、6嘅。嚟自史官想像，不過良史即係好嘅史家同埋劣史嘅分別喺邊度咧？良史嘅想像咧就要合乎翻嗰個人嘅性格嘅，即係佢講啲嘢，佢設計對白嚟，其實好多都係。但要合乎翻嗰個人嘅性格，就唔能夠誣蔑佢話佢講啲咁嘅嘢出嚟，即係透過個想像，即係佢知道個結論啊嘛，知道個故事嘅背景，但唔知中間過程咁咪我想像翻佢嘅對白出嚟咯。咁所以係咁樣。第4咧就係一啲民間嘅，第3就係啲民間嘅故事，咁佢收集翻嚟做考證嘅。司馬遷又好詳細考證。第4就係自己嘅遊歷，就抄石碑。抄石碑咧都不得不講啊，即係有一個好出名嘅近代，即係近幾十年嘅學者叫嚴耕望教授。就係我師長嚟嘅，嚴耕望教授嘅歷史功力勁啦。佢研究咗好多漢朝嘅歷史制度，即係人哋唔知道就係嗰啲人啲墓誌銘啊，佢抄啲墓誌銘翻嚟周圍抄，點知抄咗成個歷史出嚟？即係因為傳統嘅史書都係修改過好多次噶嘛，咁所以司馬遷就透過呢啲方法抄墓誌銘，抄好多呢啲資料翻嚟，主要係咁。仲有冇補充？我或者回應謝博士。係，請講。非常精彩啊！資料詳備、生動有趣，即係話最多都唔正嘅嗰啲嘢。excuse me 呢個我冇聽錯咧，應該用咗2個論點，即係2個學者嘅論點。
一個就黃仁宇啦，一個應該係易中天。我冇詳細留意易中天嘅。帝國的終結，我冇睇過呢本書。即係佢個論點同我嘅差唔多，就話就係話，即係民主，即係嗰樣嘢咧，就同嗰個商業嗰個社會嗰種交易差唔多，即係民主嘅契約同商業社會交易差唔多咁樣。咁樣另外咧就你頭先提咗個觀念嘅大一統嘅觀念咧，其實大一統嘅觀念咧可以有兩個即係學派咧，儒家同法家大一統嘅觀念有關係。一個儒家嘅學派咧，即係一種仁政嘅大一統，咁即係話係一種施行仁政，人哋嗰啲地區嘅戰神服你，即係一種咁嘅。另外咧就法家嘅大一統咧，即係唔服咪打到你服咁嗰種所謂嘅大一統啦。咁呢兩種所謂個唔同嘅所謂大一統啦。咁你頭先提到有一個觀念就話商業社會係唔需要大一統嘅。咁呢個即係現代嘅所謂你係對現代個中國情況嘅你係點樣？呢個唔係淨係現代嘅，呢個係即係如果睇翻古今歷史，就算歐洲歷史都如是。歐洲歷史咧，即係大家知道啦，神聖羅馬帝國嘅崩潰，正就係呢個嘅咩工業革命以後發生嘅事情啊嘛，就係呢個商業社會資本主義興起啊嘛，都係同樣咁情況，即係都唔係正係針對某國某強國，唔係啊，即係應該古今皆通嘅呢個理論啊，因為佢唔係適唔適合嘅問題，係必然唔能夠維持。如果你維持佢哋要極高嘅交易成本。即係如果用翻呢個嘅1994年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3年杜格拉斯Douglas， 佢個講法就係交易成本問題啊嘛。呢個從經濟史嘅角度啊嘛，如果你要勉強維持一個帝制或者勉強維持一個嘅大一統制度，你會付出巨大交易成本，即係我哋今天叫維穩費。而呢個維穩費咧係無底深潭嚟，直至到你嘅國家用晒所有錢，你都不能還，因為既然每個人有獨立自主嘅思想，亦都要維持私有產權，就必然係各行各路嘅，最後係。呢個係必然嘅道理嚟。呢點我都好希望係實現嘅。不過有一點就個問題就咁樣點樣解釋嗰啲國家資本主義嗰種極權主義嘅出現？佢一樣係嗰個經濟係掂嘅喎，佢 Hitler 嗰啲，即係或者法西斯嗰啲，嗰樣經濟係掂，但係佢又唔冧咧。國家資本主義咧係得嘅。係短期製造需求，透過短期製造需求，希特拉就係短期製造，用軍事嚟方法嚟製造需求，刺激經濟係可以㗎。即係就算5年計劃都係啦，蘇聯如是係咪啊？但係你問題用呢個方法咧，佢會必然面對一個問題，就係你個需求錯配。即係蘇聯嘅情況咧就係咁啦，即係佢東德就要安排係某一啲嘢，斯洛伐克就要做某啲嘢，但係其實呢個需求做咗出嚟之後係冇意思嘅。係咪啊？即係呢個嘅1980年代中國啊，就咩嗰啲大頭菜係多到咧係爛到不得了嘅，因為你根本係食唔晒啊嘛。但係其他菜又冇喎，所以你個需求錯配咧就有個問題。嗱，而佢同資本主義社會嘅分別邊咧？資本主義社會咧個需求咧係可以透過市場機制而調整，即係佢會有所謂嘅 economic cycle 經濟週期。即係高峰啦，去到谷底啦，低潮再上翻嚟，一定會上嚟嘅，最後都會上嚟嘅。亦都會跌翻落去。但係咧，國家資本主義就有一個問題，就會有硬着陸嘅情況。即係佢因為佢透過操控佢嘅需求而改變咗佢個需求經濟曲線啊嘛，即係佢個經濟 cycle 嘅曲線啊嘛。所以佢透過呢個拉咗條 curve 之後咧，佢導致到佢壓抑咗嗰個崩潰壓抑咗嗰個經濟着陸，經濟下調，但係咧佢不停壓抑，就會導致個波越滾越大，最後會導致有硬着陸。喺歷史上係未試過有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我哋叫做你求其講個名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好咩都好啦，未見過有呢一類咁嘅嘢係最後不崩潰嘅。所以咧未崩潰啊，只能咁講。俾人都講嗰個，第一人一條路。頭先佢問30秒，每人30秒。唔係，因為佢係主持嚟嘅，主持又可以講長啲嘅，或者阿劉兄、阿劉生，阿劉生講1分鐘，係1分鐘太長啦，阿劉生30秒，15秒，好嗱，
清末民初有人考證嗰啲史記，絕大部分係正史嚟嘅。我點都話諸葛亮唔係奉旨敗筆咧，因為咧《漢傳春秋》記載咧係佢打贏好多仗嘅。咁啊，算啦。明白，好多謝你意見啦。好，我哋有冇其他阿劉 Sir 或者做個最後嘅總結啦？冇乜。係啦。係，請講。啱啱講到話蔣介成日睇住話大陸嗰邊搞咩大躍進有幾時冧嗰啲咧，其實咧係有一個其實本身係已經有因素係令到佢係50年代嗰咩所謂嘅大自然災害嗰陣時，其實係本身係啲前奏嘅。嗰時就係中共嗰時好多發展咧，就係嗰時係靠蘇聯去幫噶嘛。但係蘇聯都嗰時唔係冇條件幫，而係個條件就話得你中國嗰啲糧食大部分運晒俾蘇聯嗰邊俾蘇聯嗰啲人食啦。咁於是乎咧就係話點解嗰陣時話大豐收啊成啊，但係點解突然間有自然災害餓死好多人咧？就因為嗰啲好多糧食送晒俾蘇聯嗰邊，就唔喺中國大陸，冇辦法俾中國人溫飽，所以搞成。即係好多資料可以補充啦。最近咧，即係我睇過另外一本書咧，就叫 Mosums 無主義，係 Wisconsin 一個學者寫嘅書嘅遺作嚟嘅。個學者叫做 Michaels， 咁佢寫個書，佢裏邊都講咗個資料，我覺得係幾值得睇嘅。大躍進嘅時期，非洲出現饑荒，毛澤東一聲下令將200萬擔糧食運去非洲，幫助第三世界兄弟。200萬糧食可以救活中國接近數百萬人。但係而中國當時餓死3000萬以上人口，即係咯，就係呢個係偉大無私執政黨嘅模式。咁關於偉大無私執政黨嘅中國模式，我哋留翻喺今個禮拜六。如果唔打風嘅話，我哋就喺呢個嘅人民哲學會度再同大家長談。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多謝各位。好，再會。係咯，我哋食少少。阿劉 Sir 同埋。